哦不，等下我有跳舞的嘛。哦，你到底跳舞了，卡 exercise 什么啊？嗯你跳咩舞诶？Zumba ，Latin，哦然后等下我 complete，哦，诶，然后你把我 friend 哦，香香的香香，哈，然後我把都對一定咦，我 咯，classmate 嚟錄來，咋？我在錄來你本來帶是我都對一嗎？哦，我把一隻咦，我是都咧，我 friend 嚟哦，王家好啊，細漢時，I mean 唔是當然無好啦，即係我細漢時就 close 啊，啊，我在錄把嘢，所以因為是要教跳舞嘛有，，OK，我要掉，靠你嗰啲佢係講唔貴，個口零咩？正就貴多咯，I mean 個情 T-shirt 嚟講，short 上講對我靠對一啲 chili 啦。嗰啲落我嗰啲佢，你除我這邊看到 Kansas City Missouri 除看到幾多？咩？按照吹，河，你去一個人考過有咩？你使看 current temperature 是 weather 係咩？等陣我吹過。我 because 我那是當然我佢 look up 我個就 convert，所以你看下應。Kansas City，嚇？-7，那我 winter 嚟當然。John 啊，都 -7啊，Siri 教我講點咯？靠啲啊啲餅，邊部？我正是食三道。爭我知你試啊！我肯定實，那實啊嘛。特別我未 log 過，我未 log，我要邊咧係你講咩啊 ？YouTube 實啊，特別最近我未聽過，我聽緊個人講我領嘅故事。OK，yeah。哎呀，各位聽眾，我哋歡迎來到對嚟邊咧學嘅節目。當今咧，但我叫毛毛菇加即係我哋都即係我整咗多一代嘛。你講下邊領領嘛？邊領二十幾代已經是就領嘅邊領入四代啊？入三。誒領哦，我開 aircon 啊，開 aircon 啊，直接做時我開19代呢。aircon 我開16代，23代就領咗咯。冇領啦。特別我這邊嘅領啊，我正是邊個平常時咪領咯？係啦，我諗 winter 嘛，當 game。我邊就三代，邊個平常時咪領嘛？啊，對，平時是34代，不過阿妹是個29代、30代、31代呢。有啲度邊都 -7啊，有啲行出去都買情衫啦，都走嚟走一鬧都交。我家是家領我家啦。特別無情衫，可能看到我唔啱。特別我冇啦，我冇得講，佢領我趕死啊，人拍叫去。我是出去時咪是情領衫咯。OK，特別我係變咯。我定次我講條我出去個口，我拜四嘅時，拜四阿妹就 start 落雨，落雨咧，感覺早起9點幾9點嘅時就 start 落，變做生粒去咗，生粒咧落嚟淡淡嘅水後變做生一片，變做隻骨去嘅咯，所以我就唔敢去做工啫。我較早時我看伊話就 focus 我就貼我 computer 啲嚟啊，所以我直頭到啲處去做咯。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จมีการว่าตอนที่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ป做แล้วอุตังซีเบแล้วอุตังซีสว่าฮิปปี้สิว่าตัวเป็นตอนที่สตูดิโอสิว่าตัวเป็นแล้วแต่เป็นให้จริงๆว่า做 planning มีอย่างก็แล้ว contact หลังมีอย่างว่า做แต่ว่าตอนที่ไป做到處做咯季節แล้ว Apple 差唔多3點幾啊差唔多會4點咧是日頭落山嘛日頭落山แล้วว่า是我差唔多ไป落山แล้ว我就見講暗แล้ว我就出去個口咪近領咯即係日頭淡薄時我就走出去掃一聲咯แล้วเชียร์ว่าจะคิดข่าวอ่ะ因為我哋เชียร์เลย ice scraper อ่ะข่าวอี升一片所以我就ข่าว佢อี windshield ก็แล้วข่าวว่ามาจากที่做工嘅時ว่ามัน是แมนอันนี้正辣咯แมนก็早就去ข่าวแล้ว我去ข่าวกันแล้วว่า升ข่าวกัน嚟แล้วก็做ว่าไง driveway อ่ะถกขา對因為樓梯站係咪我ก็去ข่าว一聲冇講去 scrape 啦我是用嚟 shovel 然後去掃一聲，掃嘅時我就鹽，係鹽咯，係鹽啊，
三飲了時，我 feel 到我係喙齒啊，真啊，成個人唔知人靜咗，如果是落講咗時，但係實聽，然後你就故事呀。於是就係我領啊，就變咗聲聲聽曉咗。sa Eskimo này con 了是正講聽我解哦，頂啲時啊，佢領啊，整啲落雪時，無講就係領啊，你落雪差唔多7度啦，7度唔知係幾度啦，當其時就對7度，等我 check 過。đồng kiến是-7 啊 Celsius 特別我人嘅度咧，I mean 比19度，我無講就係領啦，19度，我呢，哎呦，新啲個落雪喎。哇！新啲個落雪，特別呢嗬，我是9加幾個，等我看9加，OK 啦，嗱，當然 temperature OK 啦，拜二佢領淡薄啦，空度，啱未？拜一好練，拜一啱未？是-3度，-3度就是誒，另外-3度 Fahrenheit 還是 Celsius？ 啊 Fahrenheit。Fahrenheit 嘛，對哦，講咗一隻格字係 Fahrenheit，當我特別換，我就換嘅，跟你講，安怎換下？係對 ，OK 換。So 我當佢是-7對，我拜一嘅時阿妹拜一嘅 low 啦，是-19。-19條，我定住。-19 Fahrenheit is almost -20 Celsius. No, -19 Celsius. It's about -7 Fahrenheit. Yo, 我哋講乜叫啊麻煩嘅。呢是-3啦，獨立頭。-3是冷靜嘅 temperature。然後that day 是我個對嚟厝時，我叫我 friend 嘅厝食煎螺啊。然後是嚇煎螺，然後你就零天嘛，見煎螺爽嘛。然後我朋友伊不如生日不，伊不如被對嚟檳榔，伊包個伊就話對檳榔嘛，所以你話丟搣就攞去厝煎螺咯。然後我就食8點到9點個去咗厝，然後我食去12點幾呢，差唔多要到1點呢。然後對是差唔多1點1 AM 咯，我車出去個考試，冷㗎，還是定是2度Fahrenheit 啦，所以怪冷㗎啦。然後我們在東京嗬 Monday -3喎，特別佢就話 holiday 唔要緊。OK，anyway， 我俾講咩啊？真係講到冷天氣嚇。咪就係都講呢邊嘛，OK，嗱冷天時啦，你食點心，我講聽，我有關係加點心嘅，我準備就講冷天時。因為我特登呢，我做工嘅位last few years 啦，我人是暑假去，我參加一啲嘅朋友，鄧人加唔是鄧人們好啦，阿婆啦，我朋友個啦，我就去食點心貴先正啦。我去即點心嘅 restaurant 咧，貴先正就做就去食啦。我叫尋你唔捌食過點心嘅人啊，特別人佢要去 try 嘅啦，叫我做隻嚟嘅，可以去食咯。因為我個50人40人咧，做就去。แล้ว時候特別呢，特別冇舊年冇，這年3年來4年裏面3年嗬，喺度落雪㗎，還是落只舊雪啦，冇就是落霜嘅啦，特別啦。所以希望今年袂啦嚇，今年我唔是冇我先正話，今年我10號去，之後16號是先正嗬。先正16號先正。我10號去，希望冇啊，希望先有嘅，就講一大條啊。當尾再嚟講到對話，就啲 Snapchat 還是 Instagram 嘅對話。邊啲學見嘅 Instagram 咧是邊啲學見咯？邊啲學見？แล้ว到啲 Snapchat 咧是我係隨 John On，你使去邊啲學見落講嘅網友對隨啲 John On 係咪啊 ？Snap 是我係 Twitter 咩啊 ？No，not Twitter。OK，點心會寫咩嚇？係啦。哎呦，我想，我啲 classic 咯，我試過食燒賣哦。燒賣啦，哦。燒賣。蝦餃咧？蝦餃我個冇你試過食喎，我個試過食燒賣叫蝦餃喎。我一百菜係我試過食100啲啲咧，我唔試啊。對。แล้ว我個試過食咧鮮竹卷啊，鮮竹卷。新竹卷是一成啊，
伊成個嘢你豆皮香爆起來啊！內面是係咩？內面有白係啊，有白了有淡薄有嗰啲 bamboo shoots 迪酸啊，冇啊，真冇。Hello，有啦。你講我冇啦冇食，我有買物件無食誒。你唔夾有白嘅物件，到底點單會無食啊？是你無食吧？我冇有白點心有白，我唔會食。哦 apart from 排骨，排骨。雞卡，幾卡咧？誒，特別係你攏唔知先做幾上面咧？先做幾都冇啊！冇嘅咯，冇。我叫你做地節嘛，係你蝦片啊。先煮，伊按照我講聽係成隻做，maybe 我 maybe 你名無像，maybe 你名無像，伊是豆伊是皮吹是煎嘅，吹，哦吹特別煎一個吹，伊豆皮嗬，伊是內面有包淡薄白，แล้ว有淡薄有料咯，成個滴酸啊，有香乾嚇，你一包咧，伊就包即係隻 package，成個隻鹽咯，成個人做你攞牙，你隻菜隻菜牙嘅，隻你隻牙啊，燒齋我，特別南邊有物件啦，你而家去鋪油可以個人，你是而家去吹是一個滴滴 sauce 你看到啲唔是滴滴啦，一個嘅 sauce and juice and 浸了伊咯，真正好食我都冇呀，唔係你先冇咩？我等人 Mandarin 是叫做鮮竹卷，鮮成個 fresh 啦，對的意思啦，對，鮮竹卷。冇，即係冇。鮮竹卷。哦，我唔知喎，大粒頭咧，大粒頭。你知即個哦，即個點心嘅物件。我冇咩食。伊叫人正叫做，我都冇咩食點心。伊人正叫做咩啊？阿媽叫做咩 ？bean curd 啊，你。bean curd，I mean bean soybean roll 啦，是 soy roll，是唔知我未記叫咩？阿毛名我未記。鮮竹卷，好似咯，係你話緊隻。哦，你話佢個隻咪 on 唔是 on 你你嘅煎五角。嗰個嚇，這邊有那邊包叉燒啊。嚇，有角我是個隻，我細細漢就是個隻咧，我媽特別到啲布魯迪骨嘅晚餐嚟，就打備好啊你。個呢馬達了對面個呢點咪個別點咪後背落去，伊後背落就打。馬吉嚟啲。我是個隻叉燒酥。我是個隻叉燒酥，喲，伊 especially buttery flaky 啊是啊，喲。喲，挪老，那個有燒白咧。燒白真係佢點心嚟食？有燒白啊，有啊。這邊有啦，伊一半剁咱一半，如果你是講，特別我平常時就睇隻燒白咧，個點心係自己食咩？伊冇人嚟看你啊！อันนี้ข้อนี้วะแล้วพอยกาลิง嘅ว้า哦 maybe extra special 嘅燒白啦，伊做一個刺 maybe 咯。你燒白伊係咪？一大佬嘅家己做嘅嗰啲。哦，哈，我每人當見邊咧，未去食點心係，人未去對，人得最出名咧。你愛看，你愛食巴，你愛食蔗飯魚嘅先無，嗰時冇上啦，冇上嘅 range 啦。我較喜歡去 Citytel 嘅中華食。哦喲，那atas。冇一部雞排。你真係客就係講，冇佢 buffet 嘛，可能一直禮物咧。真貴啊，貴。冇啦，65塊。我買真貴啊，冇乜便宜啊。65塊未歹嘛，嗬。有 can 咧，哦，你伊有 can 是你安尼叫到嘢，是去啊是實來。order 啦，order。哦，你 order 咧，夾出來啦。Yes，有迄個怎講？一條紙，佢滴。哈，會拍，伊quality OK 哦。未歹，好食。你是個食咩合併嘅？你是個叫咩？OK 啦 ，basic 嘅啦 ，OK 排骨啦，鳳爪啦，燒賣蝦米啦，แล้วก็蝦米是咩？蝦咯。哦，哎，我唔係裝嘅蝦嘛，燒米是白加蝦，แล้ว蝦米是橄欖蝦嚟啊。嚇，伊呀，係你。伊是成個燒米型嘅啦，特別伊是橄欖蝦入面。
無唔是，伊上加咱嘅菜龜咋，菜龜哦，你是蝦餃啊，唔是啊？蝦米啦，冇冇香港冇，啊，蝦餃，蝦餃咩蝦米唔是蝦餃蝦米是差不多被上加燒賣，你是講伊是白色，一個白嘅，哦伊是話伊是鹹嘅了伊嘅，無參白嘅，伊讀伊無參。嘅，哦，I see I see I see。哦，哦然後個薺米咯，薺米就是讓薺米什麼啊？嗰啲有棒白，加胡子胡子對，嘅好似係對對對。啊，然後當然個有鹹鴨卵咯，哦，咁樣你什麼？真係啦，安怎啊？叫你咪講安怎做誒？哦，伊上加燒賣，可能特別伊入面 mix 加鹹鴨卵嘅，哇，好料咯！哦，咁香，伊是咁安為真啊，是唱。嚇鹹鴨卵剪掉，哦，嚇，然後你係，白刀我對是，誒，白刀我對是啷去啊？Intel 啦，Intel 做咩事？ Cititel。啊，Cititel 對，呢個係咪？誒，我 Cititel 我就是 Cititel 做晒嘛，Indra。嚇？哦 Cititel 嘅樓卡做晒 suit 嘅啊，我特別 suit，我係 suit 特別做嘅啊。我定住對件事，所以點心到啲得咧，我都冇看到嗰邊有中華 restaurant，我留丁一下，冇啦，上次掉，冇行。誒，你咩事我有見過，我唔知呢。冇啦，你多啲，我到啲 lobby 嚟喎。裏面咁個，對啦，一條行去到 Main Street 啦，依家就多超餅嚟啊！多超餅 ，yes on the left，對，多超餅嚇。依家超餅係超本來 restaurant 嚟啊，這超餅。加超餅有兩餅，伊有兩餅嘅，嚇日本嘅所以有兩餅，加超加多超不嚇啊，所以伊是多超餅嘅。before 到伊個，OK，所以是上去落浪行入去，後尾有一間裡面行樓梯斜斜去嘅。咖啡，啊，我不去咖啡要坐過啊，你往啲單位做生嘅時候，坐人去坐。哦，OK，แล้วก็伊個buffet未擺本嘅嗬，係大家是。Raya Ramadan buffet 冇講真係好食啦。哦是啊。Ramadan buffet 冇。我覺得伊介濟人介濟你往直條去 start 伊擺 buffet dinner 啊。伊人檳姨嘛。哦。係那。你 OK，你點心下邊 buffet 啊 buffet 點心，伊是特節目啊是 weekend。哦，但早起對。哦。啊！伊早起阿個7點 start 了，伊到下晡10點頭。哦。啊！แล้ว伊個皮蛋瘦肉粥，哇，好料！哦，誒，我想要自己煮個皮蛋瘦肉粥，我當然有隻 pressure cooker 啊，因為我 Christmas 時彈隻 pressure cooker 咧，我哋看 internet 啊，樣做皮蛋瘦肉粥啊，以後我係煮啦，你叫人家講，你話只講有電嘅 pressure cooker 嗎？哦呀，即係講係咪 recipe 好做啊？我唔รู้嘅咩？你 cheesecake 嘅模，你你做你俾 instant pot 啊？嚇，丟 instant pot！我唔是俾我煮我鳥送我 Christmas 時我嘅歡喜嘅咯。你講聽嘅衰就是咩？我係 Christmas 時咪是 Christmas Eve 時我開 present 咯 ，Christmas Day early morning 就是 Christmas Eve 啱咩事 ？Bruce 有 food poisoning 嘅時 stomach flu 唔知啊。哇！拗攰咩？老細個拗攰咩？所以 Christmas Day 時我本來有 plan 會去 dinner 嘛，一邊就冇去咯。然後我看伊拗咧時，伊大嘅，然後我煮糜咯，用 instant pot 煮糜係。哇！好料。特別伊部咩食本但啱咩？伊就 Christmas Day 啊 ，Christmas night 嘅時呢，伊該食淡薄嘅糜。特別我自己食，我講你咪食，我自己食。伊食到係咪 food poisoning？我唔知是 food，特別我嗰隻上嘅物件，我嗰兩冇掉，伊自己掉 ，maybe 伊係 stomach flu 嘅 ，maybe 是。我覺得冇攰掉好啊咯，嗬。我就係了啊，這是住來了。這是布拉鎮雞啊！布拉鎮雞嘅姑冇嚟咯，歡迎。Hello 啊，我嚟個人講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你係咪到這裡 New Year？阿毛 New Year 是鄧郎 New Year。恭喜發財！當然差唔多係鄧郎。係住你嘛？下禮拜都是講時間 topic 啊，下禮拜。冇，下禮拜是幾月先？幾月個講時間 topic？因為啊，今年啊，我都好睡過啊，就我去學你
硬講經水過啊，因為講硬講經講嚇，今年啊免 skip 幾個數喎，特別呢真正是我 skip 幾個數嘛，因為我是拄好就是講錄音嘅時候，拄好是真正我就咪講幾個數哦，然後我那是都今年嚇，拄好講了錄了幾個數嘅時候，我錄個真正。所以我會使聽幾個數了個真正，真正就貴啊，真正是貴15啊，係咁嚟錄音，所以咱會使講幾個數，咱今年咪 miss 掉幾個數。OK， แล้วแต่มา咱講咧，只 original topic 是講咗，按照講緊嚟去啊。什麼在度？Instant pot，加工 recipe。加工 Instant pot，你教我做幾多行只好食馬來西亞物件喎？等下你係咪後生？咱 offline 咱講 OK。哈，你係咪 size 啊？你 bought 6 quart 8 quart？即係講你會6 liter 啊，你會。特別我唔知 liter， 唔知。我係6 6 quart 喲，我佢未打閒，我把煮佢買嘅咯，因為我買排骨咧，我想要煮排骨嗲。哇，好料！我想要煮排骨嗲，特別 Bruce 佢比較正。不過我講我佢只，我看見。豆腰巴。豆腰巴咪係咯。哎呦，好料咯，豆腰巴，空豆腰巴哈。碌肚多。冇，我係食佢咩？我個肚多湯好咯嗬。喲，是講我唔知講伊聲到幾點？我把煮 chicken soup 本，我定要煮雞湯。我煮啦，我唔是煮一行啦，我上個按照我今日煮梅嘅咩？我個煮梅咧是第二道煮嘅時，我是煮雞湯，所以雞湯我是係伊個雞帶下，伊配我貼起來，特別伊骨嘅那個有個我係這個裡面咧是，我係菜 celery 啊 carrot onion 咧是，我去醃伊哦，醃伊煮好咧是，我計白夾起來，一貼白出來咧係骨到堆起，แล้ว個係鮮嘅菜咧可以滾個唔知 4 minutes 成日，食緊女女啊女菜。哦，鹹菜杯啊！喲 ，Oh my god！ 個鹹菜啊！你在 instant pot 好係咪？好快。就是咯，我就是見你快數。冇啦，你成日要咬你物件，咬隻骨物件。我係 slow cooker 嗰啲掉起來冇用。燒起嚟一路。哦，係啦，即係個 fast cooker 嚟啦，笨咗。我 everyday 本時用我 instant pot。Oh yeah，Oh my god！ 我是除咗是第好小時咧，人哋見到只你只教煮嘅時候，你使教我煮。你我頂一步係我暑假伊嘅recipe 就是你疊起啊，嗬，你做一時看佢都係個夾物件，然後你免徛到啲邊嘅就蛋咯。對，你冇有啊？你冇有啊？我有，特別我唔是電嘅啦，我是。你是 stove 啦嚇 ，stove 較巴係辣較巴，特別我食個 instant pot 是伊冇聲喎，冇聲啦嚇，特別你是 non-stick 嘅話係 non-stick 嘅。我講，幾年愛舊了，你煮是係咪件臘味飯？喲屌！因為我看到 online 我看到 online 我看到係臘腸啊、臘鴨啦，係迄個醬料豬。唔使 instant pot 啦，係你用 microwave 嚟煮啊。instant pot 特別做比喎，即係講做比較快食。誒，我咪你個俾你 cheesecake 嘅，你冇啦，我咪做 cheesecake 啊。喲，哎呀，特別唔是講咩山啊？應該點？我做嗰啲暗㗎，甚介亂堆嚟本了。係啦，我個講話過啊。為了個冇個殺人 ，excuse me。我話晒啦，我咁樣嚟。OK，你 topic 都嗌隻 topic。我點心啊？點心掉豬腸飯 John。誒，使做豬腸飯啊 ，instant pot。冇啦，能講點心啦。OK，來講到啲點心豬腸飯嚇，我食個隻咯，你豬腸飯裡面有蝦嚇，有蝦，個白叉燒，對。誒，我有 beef，我有 beef 本啊。啊，有 beef 啊？古巴誒。冇，這邊冇。有。你看下先。我食啲脆嘢，有啲嘅卡。好啦，鳳爪，鳳爪。鳳爪對吉卡，我係馬來西亞，我嗰時教你就馬來西亞樣，sometimes係炸白布隆嘅，呢個吉卡入面。
有咩？就係烏龍係咯，其他。亂啊！冇依嘅，有人做嘅是係雜擺布隆嘅，唔是，然之後係平常環照嘅。係韓照咩？哇！有啦，伊紅含椒啊，你看呀啦，幾那條豆豉係韓照淡薄啊，豆豉含椒，誒，啷自家隻鳳爪，誒，啷鳳爪咪是自己做啊 ，pressure cooker 呵。冇都愛煎過，都係煎過嚟。係啦，煎過咧去吹。下煎過啊去吹。吹咪嘅嚇。但係我煮飯啊，我用 pressure cooker 煮嘅。哦，即係你做幾 minute 啊？你放咩咧？上面？我冇食，我冇用伊安尼，我叫佢吹，because 我有一個 small 嘅 stainless steel 嘅pot 了。嚇，你係自己入面？我係啲裏邊咧，我係一個卡啦，你知哦？嚇，對，伊 trivet 嚇。แล้ว你係幾隻澳豬、南豬？係個椒水啊，係個椒 because 啊，如果是係如果是一碗飯嚇，你係一碗水就上軟啊，我頭減兩步。冇，我是講你係到啲你 pot 入面嘅水喎。係啦，哦，裏邊啊，我係 until 一冚下你。一卡啦，哦 ，OK，แล้ว你係你是你去吹伊咯，估你 set 你帶，那 just set 你帶。那邊有 rice 嘛？哦，你就帶 rice。有啦。你 rice 應該是3 minutes 啊。冇啦，12 minutes 啦。哦。12 minutes，tapi ni is 然後可以 quick release 啊，哦 low pressure 對。low pressure， so 3 minutes 啦。嚇。แล้ว你可以 natural release 啊，是 quick release。你會使 quick release，tapi 我特別放掉，我做白行嘅。哈。咁而家出來嘅時候，我有攰，係你 stainless steel，我有攰，搞咗出嚟係攞其他別個頂咯，我試上咯。就只免洗 rice cooker。冇 rice cooker 洗就你看呀。誒，有個人我看人吹物件白，加伊個背咗就係去吹下伊碗就啲頂面。會使嚇。會使嚇。OK，白字咱講 instant pot，是咱講做隻新嘅 topic instant pot 係咪？pressure cooker 啦，大擺都未記嘅。OK，我寫起來我同佢寫 pressure cooking，我講做 pressure cooker。有了啊，冇以前個擺手啊呢。嚇，哎呦，我馬來西亞有攤賣啊？有啊。有人都冇。I think 幾大 brand 咯，I think。幾哪裡 brand 個 Philips 啊、Toshiba 啊。冇 instant pot 是伊個 brand 嚟咯 ，instant pot。哦 ，instant pot 嘅 brand 唔知有。哦，特別 maybe 冇上票，特別有攤賣啦。我寫起來這是，等我這什麼啊？pressure cooker。OK， 寫起來了。了pressure cooker，不 ，anyway，咱講到對咧。佢識做叉燒啊，甲你講。叉燒安怎嚟吹咪是無？我都見去 broil 啲嚇。啊，冇啦，你直頭放落去，你落好好咧，你掂落去入邊啊，你 pressure in 啊，伊會出來胖胖嘅。你一杯成間napnap咩？一吹啲個。未。哦。未。我係梅咯，不知看你梅咯。OK，anyway，咱講到啲咧點心，你人去點心，只係人講冇上term啊，叫點心冇上 term，咱叫你叫點心，我哋叫點心，我哋叫飲茶，我哋叫啉茶，講叫有咩？就點心咯。我啦，我叫一盅兩件咧。一盅兩件，你一盅兩件唔是菜杯嚟咩？我都未曉啊，而家未曉都冇一盅兩件係咩？一盅兩件啦，一個地乾落地物件啦。哦，這是較 Cantonese 了。哦，一盅兩。係你飲茶John 就是 Australians 嘅愛用。對，日本那麼用。Australian friends 嘅啦，冇時講飲茶。嚇，日本那麼講飲茶。飲茶 Australian 我不聽過本 Australian 飲茶。咱兩個字 Malaysians 嘅啦，個字用點心啊，嗬，咱講講話，食點心啦，學嘅話食點心。誒，特別食點心，其實你會使食點心，會使講成 snack 嘅，可能意思喎。你成日講點心咧，你是100%是去即個大樓嘅迄個點心啊，食咧吹醬物件啦。你講我去食點心，去食咩點心？你食我去食落地啊，還是去食撈麵？佢唔使叫食點心。我呢個澳洲嘅名是第講嘅啊，第播。飲茶，叫飲茶，啲兩字咪是點心咯。
technology。能啲飲茶，你講㗎，冇人飲茶是咩？呢度唔制是飲茶，你間下斜落嚟連頂呀，是啦。你食物件，啦，呢物件是細食物件，無來個當鹹咗你食心啦。只是像個得多呢，當咗你心呀啦，所以呢點心實咪是較好味咯。梗係冇意思啊！嗰飲茶是叫連。嚇，飲茶冇意思，最貴冇落用嘅咩啦。特別有啦，我就 I think 原來是成個人對上江湖人講飲茶，有啲係咪叫念茶是嘛？咱去食點心咪叫念茶嘛，所以講飲茶。咱邊頂叫飲茶是叫媽媽姐好冇？佢念茶係啦嚇，對。係咯，媽媽姐啦嘛嚇。顧念茶是。OK，講到啲點心，so 但係人講自家食物件，每個人自家食咩物件嚇？第一自家食你經濟，第一自家食點心裏面，第一自家食物件。鳳爪。哦，你第一自家食鳳爪啊？對。飯腸你自家食咩蝦啊？蝦是叉燒。叉燒個白，你白是牛白。你牛白，我啲時候講佢牛白，我未記講佢牛白是含裝咧，伊裏面是切地還是加醋呀？我上未起伊牛白上面，我同埋講有牛白咧，我上未起。你上個叉燒你講嚟切。哦，切一個咧，細粒咧條。我記講有牛白，特別我未記。我食叉燒，我是自家食，不食伊個咧飯腸，我是自家食伊個豆油啊，滴滴嘅豆油。有我點解你要豆？就好似係啲豆油。然後啲豆咧，你就食咩？你脆咯，你燒賣啊、蝦餃啊。嚇！你經濟行咧，你今日食燒賣是今日食蝦餃？我食蝦米。哦，蝦米。OK，我是特掉成日，我去食點心，我特掉特別食掉燒賣咯。feel 到成日一時。我冇食掉，成日冇食掉啦，係啦，掉啦，轉轉你點心咯。嗰隻物件，就是人講嘅，就是講蝦餃燒賣。咱講點心是叫蝦餃燒賣。我就去食蝦餃燒賣，特別冇叫蝦餃，冇叫燒賣，叫蛋撻嘅。蝦餃燒賣咯，แล้วจักง咧จักง你第四個節就行。我冇跟你講，但係我跟你講，我食係你。哦，對，你講你冇食有白物件嗎？我就係，你冇講係咩物件？我冇食有白物件，係你叉燒酥我。哦，你食隻叉燒酥，對。特別我有一項物件我食食。嚇？炸大腸。哦。咱咪得有，即係講，咱正咪得有。我諗呢邊有，特別唔是嗰啲點心嘅時食，我諗係平時 order 很嘅。你真係多得有哦，這邊緊啊！我大擺食係一樣好食，你 friend 嘅位，未不過。哦，我唔係以為即係炸大腸喎。嚇，一炸大腸好料。你冇每個呀？是點心嚟就，炸大腸是點心嚟就。哦。一半，佢嚟一半嚇，要係 online 哦，係 online 哦。有蝦，你睇蝦面蝦你膠。哦。枝膠啊，有絲嘅冇絲嘅。鮮啦，枝膠鮮。哦，鮮啦，枝膠鮮啦。弟弟有冇食啲 sushi 嘅膠啊？係，入邊一個嚿，一切嚿嘅呀。哦。特別好食。特別好食咧，即係炸大腸，依個是要幾時個香港人裡面女嘅時就好食啊。係啦，好料。啦，真係少少淡薄西味啊。冇啦，死前期嘢啦，西味。死前期嘢啦。我因為都死前期喺大腸嘅味淡薄西味本嚟唔是咩？冇，伊愛會曉，人會曉死，伊係冰到冰過來。我睇伊唔是伊味唔是西味，特別伊大腸會自己嘅味嘅。你喺度講西味？你喺度講西味？我就是 relate to 西味咯，我咪味到喺啲味時，我是 relate。冇啦，伊個叫香嘅味，特別成個西嘅香。對啊，你就喺學英國中食。英國中，你食個食咩點心？後你經濟行。第一頭先嘅物件，特別我叫是胡角，因為胡角一塊嚟嘅。冇你第一暑假喎，所以你第一暑假，你學即係行嘅，你食就胡角。
我冇一行咧第暑假，我誒遊路咯嘛，那有一行咧第暑假。即係學到經濟行嘅，你話咩一行 ？Number one，哎呦，別哦，我本有點聲，有點聲我暑假。我冇當時。有點聲我暑假八行，有一道係咪啊？我本是暑假食嘢叉燒酥，我暑假啷去上位哦，你家姐講。我冇上經喎，冇上嘅物件喎。我大所在呢啲，我係最好嘅點心是永業咯。我去永業是 actually 是一個大 chain 啊，係點啊？唔是 chain 啊，在grocery store 啊。特別伊有邊啊有一個菜館是伊叫永大แล้ว伊 turnover 真係 high 啊，人特擺排隊啲。你未直接了借落啲度頂嘅，就等你排隊嚇。你特接備係 weekend 入邊啊？特接備。哦，哇哦！特接備，特別 weekend 就有拉古啦。一人。咦，我當應該有呢，我個本係正擔。我暑假嗰了，即係細行物件，像個燒賣啦、餃子啦、蝦餃啦。餃子是蝦餃嚟嚇。蝦餃啦，蝦餃。佢鹹豬餃。我餃子我聽佢人講，有人講餃子燒賣，有人講餃子燒賣。我是個豆皮嘅物件，我是個豆皮嘅物件，煎還是菜嘅，我本暑假。點啊？用豆皮做嘅，嚇？點啊？英國就你就愛去迄個 Shepherd Bush 一間食，你 try 去啊，你買去永業了咯。我呀，Shepherd Bush 係咪嘅菜館？呢個名係咩？Sugarman。你捌介紹我啦，你講我聽，特別我唔捌去。係啦，我捌甲你講過啊嘛。咩？你會記得頂擺人細漢嘅時，人去食甜心時，特別有一個查某塞一個 trolley 嘅。嚇有啊，當然個有過。睇得過了啊！有啊，派出嚟。DKL 第一開會是Dragon。頂擺嘅古早嘅 Merlin 嘅 hotel 啲暗幫嗰邊嘅，咱特別去誒名是 Dragon 物件亮啊咩啊 Dragon 物件 Dragon God 嚇 Dragon God 啲Merlin 嘅 hotel，แล้ว外邊有一個像個花卉有皮那邊嘅，有皮嘅，แล้ว人細漢嘅時特別去吃嘅皮。你經嘢菜แล้ว出去吃嘅皮。แล้ว你冇知係邊啊？ที่ปีนังนี่是ที่哎呀佢哋老是叫咩啊 Wisma 哈 Sea View 我就是話俾講啊 Wisma Tun Razak 係咩佢哋老是叫咩啊 Sea View啲 Day One Sri Pinang Alboy Day One Sri Pinang 嚇嘅樓卡啲 Alboy 有隻Oh yes 對一夾掉嘅是冇啦咩你？真係估冇了。我係如果因為我家姐係蛋撻嘅。伊蛋撻對，伊有蝦米別人無嘅，伊係甜版別人無嘅。哦。Sea View，我記 Sea View，你知我哋車人架了去食。我哋記嘅是係你台灣水邊嗰個邊啊嚇，有隻 ramp 斜去嘅，到底伊個 the side of the English British。對，伊個邊啊，會去。嚇，伊斜嚇，British Council 對，嚇平平嘅，咧伊斜伊咧接一粒嘅 for friction 嘅啊，伊個托卡，個有嚇唔知。你去食有個，你去食點心時你走邊啊？嚇，你去，咧你 continue 你買挖去隻手邊就是去，第二時邊你個直直去過一隻門坑嘅，入去，咧係你伊隻水伊看到嚇邊嘅係你個個那夾了伊個藤啊！迄邊隻出名啊！頂當豬爸甲我講過嘛，龍會講伊唔知講迄邊捌有大樓過，迄叫做咩 Sea View 啊？你講 Sea View，Sea View 咱是特別講阿莫話，是有長人名。無唔知長人名。台灣水邊啊，後背啦。樓卡啲後背。哦，樓卡係咩？呀。多嘅，即係唔是較滾起來，唔是滾起來。One Sri Pinang。我冇估啊，啲都唔知話。唔知啦，我就講 Sri Pinang 後背，唔是阿媽厝啊。冇，一接掉台灣水邊人你知哦，一接掉誒。伊台灣水邊人我點解話我係結別係代表做間嘅？哦。所以其實係俾人黑嘅。哦，都是個隻蛋撻。嗰一個就是 Holloman 咯。
啊，對，士林門，士林門，哦，我記了，士林門是到啲 KTU 嗰邊嘅當劍，我 KTU 對面。KTU 對邊，是唔是當劍做定期嗰邊？我做定期嗰邊。我當件事做你 SSF 嘛。中嶺嘅對面，中嶺嘅你 old student 係咪？Itu tuh ho, tadi kalau hale garden, kami hotel. Garden Inn. Kepia. 逼只關樓推嘅，珠山 hotel。唔是八樓推嘅，八樓推個冇上了。冇上咧嚇。可能乜是嘅？In fact，一開頭先過 sea view，一開啊。你做佢 SSF 嘅啦，你做佢哋 interior 嘅物件。伊是大啲迄個 college 係咪 college 嘅 KTU？ 唔是 KTU。你邊個 college？林國威唔是林國威嗬？會記別嗬？係咪？迄個 art college 有名嚇？大啲 corner 嘅咋 ？Then 你當然被拆了，時候被拆了，當然被拆了嗬。冇啦，你俾 interior decoration 嘅物件㗎啦 ，decoration 嘅物件咧。corner traffic light corner 有一間嘛，古早是係art college 係，แล้ว唔知你 art college 搬去啊，是嗰時度合併啊，以後 Equatorial 啦，哎呦 Equatorial hotel 對面。Equator 我冇買差唔多，你有時對，後邊你伊是唔是講伊條騎樓梯站去嘅？冇，你是北京嘅。你是哦，你是士林門一個另外一內面，即士林門就是荷蘭門是士林門，士林門加雙士樓 double happiness， 有一個是雙士樓，一個是士林門，士林門荷蘭門。Fortuna 是雙士樓，Fortuna 是騎樓梯嘅。哦，行㗎了誒。Sea view 砍了，伊baru開 Fortuna 誒。哦。แล้ว先頭一間開就是荷蘭門嚟。哦。你出名咧好嘅人去嘅。好嘅人去嘅㗎了 ，Mercedes 㗎了去嘅。到咗一間。荷蘭門咯。荷蘭門啊。點咩？你學嘅嘛都唔知啊？我唔知。我是講去你食教員㗎啦。啊，對，食教員嘅嘛。แล้วว่าอังโก้ลอยเป็น教員你我記。你ก็嘛是像sea view 荷蘭門 Fortuna 咁樣像嘅嘛。係咯，故事貴咯。嘛是價錢嘛是像嘅，按照荷蘭門好嘅人呢？不，是你唔是 sea view 唔是好嘅人嘅。哦。係啦。sea view 唔是好嘅人嘅。下個我諗細漢是往後面啊。我諗 almost every week 看去。哇！我前年只隻攞刀冇啊！點心是真正 rare， 正興。我諗條盤掉誒 ，because 我係媽有啲嘛。你媽食點心？我係媽食點心啊！過去啊，特別我諗講嘅，下個細漢是未曉食誒，都知哦。干那單要去 sea view， 食包。冇食包本唔買食，你再單一阿咪又講聽啦，你好笑。要炸龜？冇，伊 only 那是講即係 dessert 咯。那是講去荷蘭門，我諗變到等了，個冇呢 happy 啦。去 sea view 我諗就真 happy 啊 ，because sea view 啊，伊有迄個冷嘅，你知哦，jelly 啊那款嘅啊 ，gelatin 做了有淡薄誒 milk and all that 嘅嚇。你做一隻好食，嗰隻 colourful 啦，你睇下見啦講，你食呢邊嘅，食係是咁樣買隻單咁唔會食咧菜園 dessert 啊，菜園啊，伊唔是菜園啦，伊是 gelatin 做嘅，但係上加有淡薄，呢兩係古靈嘅，แล้ว係食古靈嘅，哦，食，有 flavour 先啦，好食好食。你意思淡薄啲有古靈嘅味啊？伊無講前啊，甜一隻好食就對啦，所以我諗單。女零嘅啦。零嘅。
是迄個西密絲米瓜是唔是？唔是啦，伊人啊，伊人本事真係搞啊，伊人會曉掠伊嘅囡仔啊，你知伊嘅囡仔會曉叉伊人嘅大人去食。係啦，要去食菜人，大人食點心咯，只見到食菜人。所以伊掠着伊囡仔啊，所以伊人知伊人嘅來教慣甲伊啦，伊嘅囡仔叉伊嘅老人甲了去。在囡仔講嘅嘛，我這邊個有胡姨，我係咩嘅？胡姨，哦，胡雲。我喺這邊嗬，我人美國位，我去嗰那間都有塞車個咋，香港人做嘅啦，塞車個。特別穩定嚇，我位。我以為我被來幹廁所。你嚟，我請你食點心。你伊個穩定我無嘅嗬，就是伊個加多啊，特別無夠嘅，所以我特別去，我就 frustrated，我想要自己買加多，我就是想要自己我加多去，特別我就是要每兩看，伊有特加多特別嘅咋，伊多嗬，伊是成個咧 Korean 煮隻嘅加多，伊是成個我媽用嘅個仔頭糯餅是尖尖嘅呀，伊無成個。知。了劍超會真係大力嘅，對，伊真係大殼鐵嘅。哦，要 rap 起來物件，伊尖尖，對，你尖尖咯。物件真係散個真係跌，真係跌。對，伊多跌嘅。多啲，然後伊較好加，你插落去，你加一邊，伊對一邊，那個插到對，個加一邊變咗糊啊變糯盤。啊，無你未加伊蘿蔔糕，你未切伊蘿蔔糕，你未切伊糊角嘅，你加啊，伊加個落伊一嗲個啦去，你就，伊未成講掉半掉呢。哈，我第起用嘅是一人夾來啊，安尼大粒啊，安尼成個錯咯，你別按怎食，你喙個個作垮啊。你按怎食你看，你特別切個細地，然後而家切用飯啊，伊人香港嘅切用飯，伊人就是無切啊，我哋起行嘅，你別按怎食啊？即係你規條嘅，你看你條，有當時你做，我真是安，我食阿媽樣規喙嘅。伊個幾隻人食，阿媽就人家講嘛，伊食個啉個了去。伊只好啉嘅，伊豆油啲啲啊，嗬。伊迄個加多時人嚟講嘅，對，我吹波，我特別去咧當人店嘅啊，當人店嘅，我個吹掉。但係 Asian 嘅 grocery store 個吹掉。我厝。真係好用咧，知無 ？because 伊個坑真係夠大，你貴手嘅喺那邊。哈，你伊穩定是伊嘅要緊是伊嘅多咯咋？伊多伊頭前伊冚嘅時候，伊會刮甲了咋，所以你物件係往時迄個少年家 ，actually 我去下一間食點心嘅，伊個囡仔甲了是阿木囝嚟，特別因為伊個囡仔做工嘅時候，嗰陣是頂到伊個後生，伊是香港人啦，伊翁是馬來西亞嚟，然後伊婆是香港人，然後伊做點心嘅時候，伊請嗰啲伊後生嘅同學嗰啲嚟做㗎，所以當今變咗伊後生大漢咧，嗬，伊嘅囡仔嗰啲做緊囡仔，隔了本是阿木囝嚟啊，特別樣真 knowledgeable 嘅，伊樣會曉聽咋。伊講你講啊，你咪胡角啊，是伊樣有你表講，特別你講係胡角，係咪伊曉聽？然後伊樣有阿無名啦，特別穩定一部樣斜鋼欄，樣加係樣加無對嘅，伊只無夠落啊！你加時你特別落個一啲，我有嘢後你嘅跌掉嘅對。所以我不嬲，我嘅 meeting 後嗰時2月10號係我講2月10號我咪去時呢，我自己搞我搞多去。有嘢我自己搞我搞多，我特登你去時我講我未記，特別我冇想到你就 last minute 我知道我未記，我this weekend 我走去買搞多啊，買攞箱搞多。哎呦，攞你3年我自己搞啊，去我去半人啦，然後就用特別問佢叫係 restaurant 人去。你人誒三味菜館，伊人會曉做牛肉腩啊，乾炒牛肉，乾炒牛河，乾炒牛河，乾炒牛河誒啊，這邊係啊，這邊較濟Chinese American 啊，不 Chinese American，有賣淡薄較 authentic 誒 Chinese food Chinese restaurant 都有咧。乾炒牛河這物件，特特為本來做一定。特別嗬，特別為本嚟做，伊唔是特別為本好食。香港嘅較好食，你若是食即個長沙嘅菜館，伊又較會歹食。轉呢，
一樣嘅面唔掉。伊唔知伊導遊無夠好，當時用。頂住我叫我到啲 Facebook 而家 Instagram 每兩導遊，我後尾 ended up 俾係咪要你介紹我哦 ？Because 你珠江嘅咧 Pearl River 係我有看到咋，特別我冇買喎。盲買啊！哎呀，我睇下加工冇suka Pearl River 啦。OK，加工，我 trust 加工。我客谷用嘅啊，แล้ว我冇買啊，嗱，你買票？客師我冇買。你買咩票啊嚇？我買你金記 premium，你去買。哎呀 shit！我看到我叫乜？我內在是你金記 premium 㗎。哎呀，你金記真係貴咯。上價錢，我買乜只貴？我買較貴咗咋？我買未必 OK 啊！等我看一票是，伊是金蘭，特別是金蘭 special 到台灣來嘅，是唔是細罐呀？冇怪大罐本喎。我甲你講，John，我買幾單啊？金蘭 premium，我冇水冇袋，我小英，我小英啊，再講我你看啊，係咪先啦？滴。要兩講係咪導遊？交清，John 都冇除，你冇 gamble 嘅咩？冇，我看到你小英你叫我 camel，冇。你講你話用 camel 啊？就十幾年啊！哎呦，係啦，你食我就是咩？Malaysia 我是講係你玫瑰你 rose 嘅票嘅。哦，plastic 嘅，俾除冇啊？係你甜，係你我是個食係甜嘅。你阿樂 John，你還是愛食好食導遊嘅，你就去 Mount Erskine。哦，做導遊啊明？啊，你計錯。嗱，即係我講咗條，你是唔是講即係？唔是這關。唔是這關，你知啊？你是 super 話先？你喺邊啊？是係你金記嗬？你金記個節裝，我食伊唔是，伊只寫 Supreme soy sauce 唔是啊？中意名咧好聽金蘭。金蘭啊！我就是買金蘭咯，我就是買金蘭了。伊 OK，not bad，better than 我結個萬，特別伊唔是我愛咯。特別因為我另外一個聽講，你交清你用幾個萬條啊？定到時因為我叫人買啊，我咧是才講去 grocery store 買，所以我特別就是交清用只幾年嘛，我特別用了我個買嘛，所以當叫我買到即罐金蘭嘅咯，然後伊 OK，我 forward 下你 website 對面啊，我分嘢。看咩物件，以後到時好食。金蘭一隻 OK，較好食嘅我特別我幾個萬嘅 level 是食嘅，所以我是覺這是台灣接 import 接來，人講會較甜啊，所以我是覺甜嘅，所以我食 OK，特別無講真正滿足啦。特別我用一刀呢，我運咁耐啦，我食呢，我未我用一陣啊，個你講看安怎？你講嘅李金基唔是 Supreme soy sauce 唔是啊？等陣我叫下你。嚇！你我介紹你咁既然是真係嘅咩？伊較得咧。你去買老抽嘛咯。我無做家食鹹嘅咯，小會好味。我做家較甜呵，咯是唔是較甜？Double deluxe 啊！Double deluxe。等我看 Amazon 有喎，真係。Soy sauce double fermented 呢有。Maybe 是 double fermented 誒。伊是 double fermented 啦，特別是伊叫做。我看到了，我看到是一個一罐呢。罐呢嚇，伊無紅呢。安尼，我有看到本，安尼嚇。對。哎呀，那四罐啊，我一禮拜就了了咯。係啦，你一罐用有久咗。啊，我是要買咯。你一罐用個了。我個3年哦，一罐豆油。3年。哎呀，我2禮拜啊，直接大罐就了了咯。係咪你真係用我那股咯？或者這？你得個知你咩咯？啊，我食個大行嘅，幫襯食魚啦。大行嘅幫襯。我幫襯食魚，咪是你用幫襯食魚，你用一頭咁驚就夠啊嘛。哎呀，我做可以屙去啊。做緊屙啊。夠咗啦，你減一句。我加工你就知我真係愛食鹽嘅嘛。但我是10粒。濕嘛10粒 ounce，所以是咧 from Penang。我看。試下 roast 掉。我叫下 Lulu a day from Amazon。係咪嚟？
Light soy sauce Malaysia 还没票。Malaysia 冇 create equal 咋。 double camel 當然冇咧啦，對住餅。 double camel。tapi 我suka 係你啦，我 suka 我 OK，不過我去看係你 premium，I mean double premium，我看到咋，tapi 我唔知意思。double deluxe，我看到伊嘅 packaging，你我表我睇一等兩字，唔知爽啊咪那個你係咪黃你我表睇一字，所以我冇去買，我唔知講意思。意思係 double fermented，我唔知係咪意思嘛。哎呀，我食呢隻醬青啊，我見買隻你貴嘅無得啊，好啊。我是我就是講我就是只只我一年只淡薄呢，所以我就是會比較好嘅表。John，你錯了，你 pressure cooker 有了，你用正濟了誒。哦呀 ，OK， 我慢慢用嗰啲劍蘭。豆要拜數啊，你豆要拜數。啊，你豆要拜乜係醬青嘅淡薄。淡薄就可以減咯。我上口講都知道。你見我得到阿 Skype 未啊？Skype 未啊？即係 brand 你會吹掉。到底 Amazon 啊？Yeah, you can get from Amazon. 等我看。That one is 哦，這個嚇，哦，我捌看過本，我捌買過伊個醬青，我捌買過，唔是，我捌買過伊個黑豆油，伊是即叫咩票？我 the new link 我 send 你伊拉有 stock so。原。如果是無買隻你咁叫你使買新加坡嘅和合本好食。和合，這是咩元春這一隻啥一個？元春有所好食，是馬來西亞 brand 嚟。哈哈。伊個蝦米好食啦？伊黑豆油好食。啊，我有黑豆油。我 either buy from Amazon or 我 source it then。伊黑豆油是唔是淡薄啲啲咯？成個馬來西亞。啦。我就是喺你我處。你就係你黑豆油頭啊！啊！你也是燒味好啊！六個名我決定。你若是燒味好，你幾隻黑豆油啊？嚇！安尼伊成個燒油酒嘅，你睇下隻。安尼快慢慢減落去。特別香嘛，伊隻香就好食咯。我冇燒味，你使食嗎？沒啦，玩出來。冇燒protect 我，白到未燒嗰個口拎嘅事。我講啊，走而家走。OK， 嚟講到啲點心攏只係是咯，溫豆油哦。冇啦。溫阿咩？我是個溫 chili sauce。sauce 嘛。鹹椒醬嘛 ，rabbit 嘅鹹椒醬。鹹椒醬加鹹椒油。鹹椒油嚇，特別美國是鹹椒油，到馬來西亞我個攤食，馬來西亞有伊成個是叫，馬來西亞是。伊是地醬加醬啊！海鮮sauce。我家己夾起。哎呀，伊何路夾起啊？安怎唔好？聽好嘛，聽好將我夾起。哦，你做伊朋友啦，我講嘅嘢咧。我呢期唔知冇去白去食。有啊，想。你加夾係咪啊？加夾 mustard English mustard。哦。佢哋唔是，我到這邊學，佢哋是外發的教我食。哦，我聽講啊，未使講伊叫好我迄個rose 票我可能看。即個我這是我 niece 啊，所以我 niece 是這邊 niece，伊第一個食伊嘛，到我把佢夾出來一刀本啊。夾一罐咯，到底馬來西亞夾對哪有？特別真係好食哦，甜哦。你那邊你解咩？呀，你講你唔解接啦。你咪是會使，你看咯。有哦，唔是餅 biscuit 嘅餅。係，較坎坷我哋冇時間咯，我冇時間嘅。特別哇，因為我當然我嘅有我冇咩 focus。我好似係咪講我所負責嘅就是蘿蔔糕。啊，對，蘿蔔糕，我是覺得咯，換你咯，蘿蔔糕換伊個咧紅椒油啊。係下你參阿啲咩？參咩 ？fried onions。
哦，長頭鏡是油葱，誒，伊蘿蔔糕係跟咱鵝龜差唔多像哦。冇相，無相，蘿蔔糕係女嘛嗬，會係 happy。無相物件做誒。我知，我覺得伊淡薄像伊 style，伊係淡薄你長款。你會講伊 texture 鵝龜這邊出唔到咯，蘿蔔糕就有咯。so 蘿蔔糕伊係女。你識用女嚇，你識有啲 Instant pressure cooker 做鵝龜？Oh my god！我對吹哦。我自己知。特別有啦，我捌看過伊出車睇點啊，這邊當人店有賣，特別較近有當時冇咩錢我看一看。冇你去買上買嘅店啊 ，frozen 嘅一樣。我特別冇咩拌鵝加燒豬，我冇咩曉拌。John，有啊。安怎叫我是？你冇相嘅嘛？我是寶寶嚟啊！我是叫做乜個書都冇相嘅嘛？係啦，我是大佬係我是大佬係。我是大佬大佬我成日煮聖誕嘅你三個你是大我啦，大佬。我呢咯。哦，對。了個有。แล้วตึงกว่าเจ๊ใช่ไหมชูจูอิ่มเสียนะมันเสียนะฮะเนี่ยชูจู是白色嘅啦面白色嘅嚇ชูจู是唔是瑜伽唔是瑜伽係咩ชู是 cassava cassava maybe cassava 正冇攤味哦有見我被 mix up 咯你哋知冇被ชู我是唔是依頭成個特步 brown 嘅嘛係邊個高淡薄嘅？你是金蕉花呀？但我說我 Google search 過的。哦 shit！喂，記憶頭正要寫一電哈呢？你寫金蕉花一電哈呢？哦，一個哈。係你是一個，唔是一半個。一個是一 stem 呀。一個啦，一機會啦，哈，對，迄個都未食，都是食一百呢。如果未食，我係未食咩？食啊！煮過來。會煮 kerabu 啊，咪個咧，即係哎呦，我跟食。OK，等我想看了個OK，做特別你叫咩？taro cake 唔是，但我諗講蘿蔔糕叫做咩 ？turnip cake 係你是叫？我明白啊 ，turnip 是 turnip，咁樣叫菜頭粿咧？係啦。菜頭菜頭粿啦。特別蘿蔔糕冇是菜頭粿是蘿蔔糕，特別啦，特別馬來西亞即係菜頭粿，外口煎呢，定嘅啊，呢個冇像嘅喎。像啦。特別伊個好煎呢定鹹鹹嘅啊，攏就講咪有長長嘅成啊。冇啦，半山呢邊粿鹹嘅，就菜頭粿成啦。對啦，你去半山嘅點心會食乜咧？有相。對，所以伊個菜頭粿嚇，伊內面冇咩隻就菜頭嘅。แล้ว伊個較煎嘅定淡薄咧，因為有呢碎落嘅番椒就好食，本話是嗰隻番椒粿伊個菜頭粿，我是食菜頭粿是為咗要食番椒呢。就是你 compare 點心嘅店㗎嘛？等陣，嗰一個菜頭粿好食就是唔知講我邊有你看住 trend 啦嚇，伊切咗成個 cube，成個你 dice 成個大嚟 cube，呢個是伊係 XO sauce 嚟叫。嚇，伊兩本做這邊，你食啊差不多成個隻規格呢，差。對，伊淡薄差淡薄，真係胖了緊拎淡薄伊個口。鹹，伊冇，這邊冇。冇差蘿蔔糕嗬。嚇，冇伊個擺 XO sauce。嚇 XO sauce，伊 XO sauce 是唔是正嘅 XO 嘅酒嚟放嘅？還是嘅？即係你上間試下。XO sauce 是一個配菜啦，伊唔是叫 XO 嘅酒擺。哦 ，XO sauce 係咪來？伊內面 mix 其他些 ingredients 啦，你咁記出聲嘅，正古細罐。
scallop 嘅 sauce 嚟啦，scallop。啊，我成間好油嘅味嘅，可能嚇。但係當今日用 cheating 就係古早時時時時啊，是用 scallop 嘅 dried scallop。嚇，當然係鹹 heavy 啊，係鹹，我係 happy。 heavy。哦， cheating 嘅。哦，當然 Fender X Fender YO sauce 嘅。你會吹啦，係你用 dry scallop 嘅，靠吹嗰啲，你去看你會吹。我是，你時間，你看我也知啦，你看也看。特別呢，寶貝，哦，Daddy love you。Yes，你看伊學咯。了，個有人講吹嘅物件是食點心，但係我聽英國中講，伊是個只。你豆皮嘅，佢了豆皮啊，成個按照講啊，腐竹啦，腐竹，咯，我知腐竹，但媽媽講先竹卷就是腐竹 ，sorry。好啦，腐竹啊，係你本啊，你特別叫佢切好時我攞嘅啊，係啦，呀佢哋都加那邊都燒你切啊，燒到你隻去啊，我有攞時啊，我斜講隻啊，我貴拿刀咧，我切掉燒啊。你真正解咯，入面就做誒，因為每但係本地嘛，係啦，讀事啦，特別我會用切好啊，所以佢會切嘛，冇你用喙架近開，你梗係 share 嘛，你切嘅時候你咪講要夾咗個係啦，但係我講未錯，我講先竹卷，按照講嘅嚇，先竹卷就是腐竹啦。誒，我唔知你能成個話你講。我買點心嘅時候，我嚟人旁嚟嘅時候，我會我會碎規地啊，海卡，按照講啊，即較正經，你係咪？我成間你梗係啡後，你梗係搬咗隻。點心時，你四個人啊，一家就嚟我嚟有三粒，三粒嘅物件，啊呀，你唔正經嘅啊，係四地啦，是。no 地啦，你個咩 no 冷，你咪加多咯，加地咯。做下起行嘅，你看物件。係啊，你係你啊，是三個人食誒，你到你來嘅時，你三個人，แล้ว你落嚟，你搬來嚟多頂啊！你看係未正，是你看嘅啦樣。哦，誒，君主君啊，馬來哥，嚟，咁咪過嚟 join 啊？君主君嚟，特啲 Skype 嚟。但是講了包，我屬家食你金刷。啊，我冇想啊。你是唔是講你咁啱流沙包嚇？呀，流沙包嚇，蝦蝦包。啊，你寫咩嚟？伊是 egg yolk 得 egg yolk 鹹鴨內嘅煎。係你是我啱嘅 favorite。我本是講鹹鴨內煎係啲，然後一包然後咧一架是你白開來是一撈出來，然後係喇叭呢。哦，好似撈用鹹鴨內嘅。撈出來嘅面金，你諗我暑假食小籠包冇？我只係暑假食。哦，小籠包啊，OK，啲淡淡嘅嚇 OK 啦，你要湯嘅，咩湯嘅？冇事啊，我食係講啊，我係啲頭姜，我加啲淡薄，加隻嚟坑，慢慢黏。這裡啊，這個小籠包就特別小小嘅事，你去搖伊啊，你愛拎咧，你去搖伊破嘅。嚇！哦，我本是喺度頭姜，然後我加一坑咧慢慢掃伊，你就快一騰就知嘛，你慢慢掃伊上到黏騰咧，淡薄咧，佢嚟後尾嘅時間嚟攰粒解吧。哦，你把我鼻有時啊，我跪地去，哇，騰死你嘴啊，騰啊！哇啊！你講中啊，大佬去食物件都是做淡薄 research 先啊。伊 research 是但你可能去食一刀，可能就騰掉把它買加數。絲無啦，看有絲無，那是絲啊。個中嚇？個愛公司係你米粉咯。咩米粉？只有啊，白誒，要做。嗱，嗱，個你講嘅愛咯，公司啊。你公司咩啊？哇，你做啫？你阿伯伯啊，你伯伯做啫，攞啥物物件？啥物事冇特別？啥物事特別咧？
米粉被做伊包嘅，伊買完蛋呢，伊買要佢講死，被做叉燒包嘅啦。小哈哈包，3 kilo 啦，你好羨慕。你咪俾啊1 kilo 10 kilo 啊？冇一來一個 bag 來22 kilo 先。哎呦，即個成個去，好啦。即個你怎麼講？看到嘅是物件酸，係咪啊？我是這個我想我嘅薯呢是我嘅 yeast，because 我嘅 recipe 啊，我嘅 recipe 用 Alison 嘅 yeast，我想依 yeast 就可以微嘅食啊。唔是，哈密嘅 yeast 本上都係伊嘅米粉嘅樹誒，唔是 yeast 嘅樹。OK，就是我唔知啦，我做你是講做一邊白呀？做得會。這是香，特別一冇白。哦，我不插伊啊，這香就 OK 啊。你諗佢係咪嗲咧？我不俾下掉我嗲掉，我不俾佢喺你做包嘅 mix 佢，特啲等人點樣賣派啊做啊，好似啊。會啊。啊，我免自己做啦，因為啲參與意思啊，我自己真係叫水呢。我成個話呢，我奇別個是我買 biscuit 嘅 mix，我做 biscuit 都齋我啦 biscuit 係 ready 嘅 biscuit 啊。我自己我去買啊。個應用都即係參與啲都係嘢，嘅 butter 都其實係水嘅係嚟啊。啊，冇啊 ，buttermilk， that's right。你這裡 deep fried 嘅 biscuits 啊，就好似 sausage and biscuit 啊，你用啲 biscuit 嚟 mix 一下，你小啲 sausage 啊，你 sausage 喺你 US 嘅 sausage 啊，你買票買錯係咯，有時有啲係 carrot 啊，唔係，有啲特色要嘅 carrot 嘅celery 啊，你咪就 mix 一起啊，是一般一碗咯，你 deep fry 咯就，喲好正哦，呀，哎呦。OK， 嚟念嗲先能講飲茶嘛？飲茶，係咪嗲？你講下係咪嗲？谷唔是谷部鐵觀音。哦，安尼用嘅嗲啊，安尼舊嘅啊。我暑假舊嗲喎。我叫香片。你咪點啊？香片嚇，谷部咯，谷部咪是。我是普洱。鋪，哎呀鋪不是 strawberry 啊，是跟你個邊呢喎。我暑假我暑假小夜間。哦，小夜間是細細條嘅嚇。你食啦，你隨撳撳嘅。哦，我不食過知道啊。哦，我唔知道。佢哋 good， 佢哋你潮念咧，呢個食啦都未自辣。他較濟大佬啊。我袂知啦，較濟大佬是路邊較好嘅地方是無一定大佬，你就家己行啊，家己行。我係調咧，我係調是真正搞啉茶，後擺我是對去食飲早茶，較濟是飲早茶，我是講飲早茶。飲早茶。對啦，咪是飲茶咯。我哋那本是叫飲早茶啊。最難。繼續講。我轉機。我對去台灣時，我爸為嘅一樣會真正咁了，我食咁了一樣咁了是叫飲早茶。飲早茶我諗是點心嘅啦，是點心是。點心是香港得做。然後我第加唔過咧，我食咁了，我貴嘅食落本啊，加唔過咧是叫一盅2件。哦，佢早本是叫食點心嘅。等陣，你講一盅2件嚇，2件係咩物件？伊第嗰個內拗啊？攞地物件啲嘢寫盤2件嘢啊。2件是伊是香港人叫嘅，香港人你若是講你看香港戲啊，人講一盅2件。2件是係咪咧？意思是係咪伊攞地上物件咯？係咪啦？我哋在。你在想啊？你叫點心啊？你叫蝦餃咪是沙粒咩？一個大哥攞地物件，你看嘅意思啦。係咪一個大哥攞地？你是講伊來就中嘅意思就是佢哋大哥。係大哥我明白，我冇明白伊2件是係咪物件？2件成講伊2件嚟教伊蝦餃可能2件。無咧，你即係一本是一種本是佢哋吹嘅，佢哋盤。maybe 是係嚟 ，maybe 是一地盤，諗要攞地。你就都叫點心，咪是係你滴嘅，係你
我哋你冷啦，咪攞正人講咗一隻鐘咯。哦，咁都係。我想要鐘時你成日都點湯嘅你。係咯，一盅啊嗱，你哇，喂，係啦，你愛，squat 啦，掉啦，係你吹冷啊。我同佢啊，當航向就就話地就航向時候掉啊，大家講我一做你杜卡錯誒 instant pot 了。哇no baby because it is stainless steel 錯咪哦錯俾晒係喲激死咩啊你使煮哎呀別咧冇一杯一杯你係咪咪叫你使俾你 porcelain 嘅咯唔係你 ceramic 嘅嚇 ceramic 就 OK 啊哦 because 你 stainless steel 俾晒係錯啊別咯你係淡薄錯唔要緊啊成個講我定住煮嘢，我煮你 pot roast 嘅時啊，炒 pot roast 嘅時候，我係 sauce 啊，我係 balsamic vinegar 咋。淡薄一頭跟我頭。啦，淡薄嘅啦。即係你即係咖喱錯嘛，對咖喱錯都就係，冇好啦。冇對一百冇好啦，是講，哎呦阿 boy，哎呦。如果咪冇好。啊，做咩事誒？我已經知喎。冇，只係 OK 咯嘛。我都是講參加先，少參加錯啊，只無好。哦，依 chemically reaction 嚇，每看樂觀話。I think so 啦。樂觀會使食杜卡錯，但係先少少搏咯。唔知。依錯嘛是做，依錯嘛是做，依 stainless steel 較清潔咯。我係我過嚟我係出嚟阿莫丹隻是依看到個咧我係 stainless steel 咧，布膠啲嚇有裏邊有呀冇蝦米水啦，特別 stainless steel 冇水啦，你那是灌水是你係飲裏邊你就布了，特別依係錯裏邊啊，寫嘅哇，你係咪平常時錯 white vinegar 呢？我用red wine vinegar 不多。哦，一路參物件，白行物件，有參白行物件。哦，依家係葡萄酒嘅 vinegar 呢，依老嘅貴味咯，佔啦，係佔嘅，嚇，依佔掉，然後我看起來是看到，哇，佢係成個線嘅。線嘅不，哦，我會俾 try 看啦，我會 try 看。特別我較濟，我有一個咧 pot 嚟 cleaner 嘅，伊成個清清淡薄了嘅，伊係紙份喺裏面嘅，特別冇啦，我冇去插啦，你都冇清拆，你用啊？你看嗰隻 cloud 嘅，你用嗰隻 cloud 我冇插伊。啊，我冇插嘅，你再冇即係美國票嘅啊，做quoi All-clad 啊 ，All-clad 啊，我有 All-clad 誒，我未買時啊，我未買伊 copper 誒，你知硬鐵。哦，哈，copper 是係咪 copper 是叫做等是 bronze 喎，啊，等是 bronze 咩？唔係啊，當時 bronze。當時 bronze，copper 叫錫，唔是 aluminium 咩？錫唔是嚇，唔是錫。點啊？錫係點嘛？對。copper 啊，我頭先俾 copper 我成個水呢，特別啊下等，是等啊。我俾一等嘅，我俾等嘅。特別啊，我係朋友講啊，冇啊，咩啊，你那是俾啊，你直接寫呢，你直接切啲清氣呢，係個係啊，啊，真係坎坷改啊，誒呢個那是 copper 是等了 bronze 咧 ，bronze 啊 ，bronze quoi，bronze 後雕呢？我困起啊，你第二出就困起咯 ，bronze 本是等，誒。即係你歐打係赤冇嚇冇啊，冇 bronze 啊，冇 bronze 冇寫 bronze。等我除住你，過住你。另外住你 cross reference bronze。啊，咱嘅一類嘛是用銅做嘅啦。copper 真係講啊，未曉嘅。你咪冇 bronze，冇 bronze 本啊。我可能等人冇用 bronze 啊。Maybe bronze กับ copper 像嘅嚇。Bronze อย่าง啦 copper 是 element 嚟 bronze 是 alloy 嚟 bronze 是 參貴嚇參是 alloy 嚟 maybe copper 嘅是等 bronze 是 copper 嘅鐵以前我係參 brass 落 maybe bronze 是叫做特別咧 Mandarin 是叫銅嗬銅冇等啦 copper 嘅調我知啦 copper 咧 copper 華語叫咩 Mandarin 銅
啊，แล้ว同咧冇百分之啊， bronze 咧本銅半是叫青銅啊啊，哦我 maybe Google Translate maybe 咱是無講嘅咧一面青是咩青是青啊青色嘅青，有一個TAG 嘅，有隻 TAG 啊 T 哦即個 T 邊啊金邊啊即青嚇青銅但面是我青色嘅青本是叫青色嘅青本。青銅我可能是 actually 正是銅是 copper 嚟，然後我 feel 到伊就是無可能咱講嘅呢，福建話是講嘅是 alloy 物件 something 銅車銅。哎呀，毛毛菇。我都有了。入邊啲曲咧，入邊應該是冇用 bronze 嚟，用 copper 嘅嘛。copper 嚇 ，OK copper 啦，แล้ว我哋เอาแล้วเอาไป base in steel 啊，所以我 base in steel เลยครับ我咧是邊個漂嚟啊？邊個嘅漂嚟？一檔咧喎。好 ，because 伊只 ply 嘛。劍嘅你超壞啊！壞到少少，我講你真係劍哦。我即係 method 劍嘅 method，時候你有時你撥大係你有 pen 嘅咧有 pen 嘅 handle 嚟掉，你劍嘅時候你係一邊係到啲嘢撥嘅，你係到啲一邊，所以劍一邊一截掉你手一跌，你特別呢特別解啦。特別我 glad 是個了伊手劍嘅位是個了鐵，所以你白劍伊小歪嘅無勁，你劍伊小歪無勁，你疼咗落手。特別one thing 好嘅是你櫃你係接 oven。對。一鐵嘅個了係接 oven 嘅啦。OK，嚟講到啲點心嚟，特別講廉地啦，廉地一個點心個去面嘅，等我想話爆啦，冇講到爆。伊滴冷嘅滴冷。滴冷嘅物件，水咯，嘅水啊！這是話我你看掛邊清潔啊，內邊就個鬼嘅呢。你用咯，你夠用咯。水我就是個講是劍嘅款。yes。我本做，特別你係是劍上，我這邊個你係超。特別你使 hair pad 到啲頭整了，後背可以 support 埋你。用 pad 啦，你啱。我覺得無好是呢款嘅意思，個了鐵。個了鐵屬無 insulation，你劍嘅時你超。我俾講嘅滴冷啊，伊滴冷啊，冇幫人驚伊別伊坎坷清氣，冇幫人驚呢款啊。Maybe steam 啲提示嘢。OK 啦，有啦，因為 steam 是真係熱啦，所以我當你講緊呢款物件，你看當劍嘅人個了做嗰時，有就啲有浸過 chemical，有水解做出來。哎呀，哈！你本事我驚喎。我就哈！你物件就是 concern 呀，都真。特別當今只啦，就我去食我冇用滴冷咯，我嗰陣時用嘅 aluminium 嘅，aluminium 誒。哎呀，哈！你本事就是啦，我看到呢款我就講，哎呀，冇 authentic 了。แล้วอย่าเลยแงะแล้วเลยอย่าปล่อยแงะ都冇爽了。我英國中，我係個了接起 dishwasher。drip dishwasher 啊！你滴啊，你咪是使用嗰啲 sterilize setting 到你 instant pot 咯。我個了接 dishwasher。哎呀，我頂擺有搞嗰時可以搞熱辣啦。應該掉你 instant pot 咯。係咪嚟？你 instant pot 咯。我唔知係時係咪嚟。我呢個咪冇俾，電嘅 pressure cooker。我有 pressure cooker，特別你唔係電嘅。係咪 instant pot？instant pot 是電嘅啦，伊 pre-program。pressure cooker 嚟啊！pressure cooker，伊做 pressure cooking，伊使做steam 咧，使做個咩啊 ？slow cooking 啊，當你先。我背後用呢款嘅學習嘅物件，我煮嘅時，我煮是真正簡單嘅。快啦！我特別只快喎，我會後吹，我會用 pressure cooker。pressure cooker 是一個冇估計時候，我以後我一個 recipe 特別用 pressure cooker，所以我頭先已經俾 pressure，但係我較夠用咧，我用 pressure cooker 煮紅豆湯啊，要買紅豆湯。特別one thing 好，我係當見我話你個咖啡伊內 ring 啊，因為。我煮了我雞湯嘅物件，伊安因嘅比較掉到啲是你講嘅 ring 有咋？แล้ว我睇伊 website 講你係吹你 dedicate 你成個一個 ring from
for savory，然後一個 ring for 成個 sweet 啫，講呢個別參與。誒，你那是煮啊，你會湯㗎了，那是凍掉，你會 ring 啊，你都係上摸了。我冇凍掉，伊個味啊，伊個味。哎呀，做歪噃 ，what the what？你去味下，你去叫你 ring 嚟味下，咩去叫 ring 嚟味？啊，等我去叫嚟。你去叫 ring 嚟味下。加工咧，加工你 ring 個味哦。我有攞嚟 ring 嘅，但係我 ring 冇味 because 我係咁樣夾咁樣出嚟，我係你 dishwasher 洗伊。哇，洗個安怎不味哦？我假如啦。冇喎，就講我諗冇味喎。嚇呀！夜燒，你去味，maybe 啲皮卡冇事啊，你去味下。菜，冇味啊？哦，你啲冇上 material。我寫嘛，我用一刀，我寫一刀嘅嘛。maybe 冇上 material 係啊。成個唔是你講啦，成個潮令嘅呢。哦，我係是你講咧，特別但係人用 instant pot 咧嘛，家家講上啊嘛 ，instant pot 係 clear 嘅嘛對哦。silicone 嚟嘅冇味。你去味看。我知啦，冇味啦。maybe 你係，maybe 你係攰咧，你 ring 係自己 dishwasher 裏面洗下。隔了 everything。隔了係啲入邊 dishwasher 嘛。哦，我驚講做派喎。我掏出來啦，伊個 ring 出來，一個嚟。特別伊人講買上掏伊個 ring because 伊 stretch out 伊個 silicone 嘅。哇，個零嘅，零嘅，我諗伊零嘅呢。冇唔是，我你夾出來夾出來伊 stretch 伊。咩啦？特別冇條衣。未怪啦，我係炒你叫我特洗，特別我有洗，我有夾出來了，我用沙本洗，特別本未正嘅。我 try dishwasher 下放 dishwasher 揼嚟。你放 dishwasher 你係 high steam 啦。哦，哈 OK。洗pot嘛？伊pot我用手洗，我是我唔敢，我你掛我唔敢下到啲 dishwasher 嘅。我咁樣接啦，會使嘅啦。特別你用嘅咧菇啊，你應該 trust 你用個菇 instant pot。我 instant pot 真係菇咯。幾年喎？夾嘅。哦，yeah。嘅。我出呢菇咧話 instant pot 喎。before 我買一個 model before 我愛過嘅。哦，把你漂啊？是 instant pot 嚟。哦，你咪做俾佢，你這是你第幾類 instant pot 啊？不 ，there was a model before。哦，I see。嗱個有。應該出先嘅冇上。嗱個有係用 WiFi，對 smart，叫做 smart。特別冇用嘅，你咪是就愛自己放掉，當掉面你放啲材料可以炒起啊，你咪對那時間嚟煮咩？特別冇，因為有人是講伊你是 pre-program 嘅上嘅物件，你咪滴，第一就 send 過去。特別咩你來講講，我 It's not that，你講你下落去啊，你自己做工，你咪對那時。你是講 control 嘅其實。你物件嗰啲切啲係並唔是。特別有人係 frozen 咯 ，start with frozen 了伊吧。แล้ว特別咩啊 ？instant pot 就快啦嘛，你就對那時放嚟煮咯。係下面呀，我啲時候了女呀。OK，แล้วก็有點心啊，佢講到啲點心，我冇講到即個包喎，你隻包。嘛，但係唔是講噶嘛。流沙包，冇呢個即個林珠包啊，就見隻林珠包嘅。哦，我suka。林珠包是即個 pork belly，我哋見嘅喂。你冇suka？我見到出咗冇suka。我suka咯。出咗冇suka。一包四格嘅嘛。對，四格嘅對。林珠包我係講就見隻嘅，你我講學我隻對我話見一道。細漢就見咗咯，鹹香個油。當隻佢鹹水角喎。我是個隻本鹹水角。我哋是㗎。伊淡薄個較淡薄牙ring了，一個注淡薄。有淡薄追出來嘅。伊鹹把油淡薄出來，好食咯係你鹹水角。唔少嘅，你即係個英國香港嘅。藤隻鹹水角隻，鹹水角。我去困了。OK， 感謝，拜拜。拜，差唔多少大半啦。你困隻啊？就係去嚟食點心啊？咁樣去 Intel Hotel。去困了，拜 ，Good night。拜 Intel。你讓食點心有叫豆腐花嚟食。有啊。我唔知人邊頂多幾間有，我這邊都冇。美國有啊，美國特別有誒。
豆腐啊，伊唔是豆腐啊，伊是豆花。我知，它豆腐花，豆腐花哈。我看到豆腐花，唔是到本来叫啊。我想是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有啊，我食過吉隆坡。我美國特都有嘅喎，特都有豆花喎。啊，啷會有啊？依家自己食西湯，肯茶嘅湯嘅。啲茶，我唔知做豆花，我覺得啲茶湯。意思係到碗啦，那意思另外做嚟 cut 嚟講，賣嘅 dessert 嚟 cut 嘅。哦，冇啊，我諗即係做咧 cut 呢，依家伊很像咱食豆腐可能，特別伊只 cut 實，你要係伊叫落有你係鵝藤咯。有講啦，較好食哦，較常見嘅嗬。啊，哇，個有頭先。我哋荷葉飯呢？荷葉飯對，糯米雞下對，糯米雞我整較少有，我嗰時叫荷葉飯咧，香港別曉。啊，荷葉飯。แล้วหน่อไม้ไก่สำหรับมาเลเซียหน่อไม้ไก่บ่มีขอเดียว我特登我就食到樣嘅荷葉飯咯，我但係 automatic 當咗糯米雞啊，我就想俾起手每樣飯有係很少少。起手，你個勁嘢很少有呢。啊，對，伊是咱個 Maggi chili sauce 呢，係啊，對唔對？係糯米雞啊，就對唔食你 chili sauce 嘅背啊，就對唔誒。咱食萬萬咱食let me see 師傅醬嘅是啊，我是買你 Maggi 我就這樣。誒特別係你買你鹹嘅chili 本sweet 嘅 chili 本上差唔多上嘅 Maggi 佢就靈感。哦，係你會啱本只醬係乜嘢？紅薯條啦，咁而家紅薯條對，紅薯條好食佢。紅薯條大罐嘅我係記。我真冇紅薯條我靈感嘅。啊，這邊會俾靈感。靈感是香票啊？唔是。馬來西亞嘛？馬來西亞。哦，特別真係低咯，對啊，真低。你加那麼錯。加那麼錯，你只食嘅龜頭公，你就食吉利啊，龜頭佢又甜啊。誒，你係叫一種嘅番椒哈，我唔知按怎叫，伊是就只錯那麼嘅番椒嚟。成個人食有一種，哎呦，我別記咩，按怎講嘅知，伊是成個人煎迄個，成個人煎迄個蝦，唔是蝦邊迄個叫咩啊？食咱迄個蘿蔔迄個蝦是叫咩蝦子啊？伊頂面特別有土豆嘅，伊成個蝦子咧，看特別伊頂較軟咧，特別伊頂面就土豆。我知。有啲換嘅一種嘅番椒特別水水啲啲嘅，清清嘅。哎呀，你叫咩啊？你叫咩啊？土豆。真公仔哦。萬山餅。嚇，萬山餅對。我唔知叫係咪我有食呢。特別啊，伊個土豆，伊個番椒真正好食誒，伊番椒差唔多成個有當時咱賣咧薄餅20點嘅番椒。對，香。按怎做咧番椒我愛。像個雞飯嘅番椒是無？不是我香，伊無膠誒，伊是成個清清咧有醋啊嗰邊。像個蘿蔔，食蘿蔔嘅番椒是無？無香喎，伊較清淡波咯。伊較清嚇，伊較清嘅，伊淡 almost transparent 淡薄，伊唔是有白嘅。哦，佢像個發藍嘅spring roll 嘅番椒啊。特別個無香，個無呢。我暑假伊較清，伊淡薄清清，然後伊較熱誒，伊較熱過，伊 feel 到我感覺到伊是黐嘅。用吉利寶做誒。吉利寶係咩啊？吉利寶咪是咧番椒 base 啊，特啲 market day 咯。哦，伊 fermented 咧番椒啊。你可唔可以按做清清啊？參加咩？鹽係糖係醋，還是結辣係水甘？醋。錯嚟。我真正見食，我特別食咧有咧 spring roll 時，我就想要食咧番椒都比較做。伊是有去 boil 你啦。哦，伊夾番椒係淡薄嘅咖喱，然後伊係糖，係淡薄嘅醋，係淡薄嘅鹽，你有加水哦？
水啦係水啦，你sometimes 有啲人會係淡薄嘅，成個 cornstarch 係上面最較黏淡薄嘅。冇 constant。特別你 boil 呢，boil 了啊，แล้ว可以拎了時，安尼款呢。แล้วตัวอุ่นนี่ว่าสุกาเจีย是清清嘅，冇黏嘅，一成清清嘅。清清是用水嘅，用 chili ball 做嘅啦。chili ball 啊，我咋吹 chili ball？這邊冇 chili ball，你俾番椒粉啊，แล้ว佢攪嘢佢 boil 咯。哦，美國伊成個伊較熱呢，伊是干那番椒摻水呢。佢俾有相關嘅番椒粉啊，更熱嘅你知，伊另外更熱嘅。我Cayenne pepper。伊唔知係咩番椒粉嚟啊 ，from the 另外店嘅啦。真真熱嘅你知哦，所以我特貴煮牛奶我就係 be careful 啊，是我有時未記直接。落手倒檔的是落只上落。啊，直接就好啦，煮了呀，煮牛奶糊啊。哦，แล้ว我看我啱隻較大粒破死。即啊！係個咪講落，一隻較大粒破死粒破咧，伊走去砍一頭姜嘅 yogurt 嚟食。好笑呢！伊無香嘅番椒啊，無香整嘅番椒係唔是？特別食飯呢，有時我煮呢嗬，然後伊落伊唔敢講啊。特別直接是我諗出去，即係可以去食咋。嚇！即係特別熱。我話就真係熱喎，真係熱我感覺真係熱啊！一食個咧冇出聲喎，呢個冇代入。關事哦。唔是冇啦，唔是，即係我去外口食誒，我未記啊，我去大陸，唔知去大陸去食啦，搞係 friends 特別點咪是？แล้ว我講誒，這邊熱啊，我係 friend 冇講寒熱。我諗同我諗 Malaysian 講話，一隻個了喎。個買啊！個冇代入掛色入掛，但係時我感覺真熱啊呢。แล้ว我看，我在 at 人啊 ，at 人對的 call， 呢個未，我未有在 at 人對的 call。你俾做咩？我一個。佢一個到啲 Skype。咪 join Spring 轉到呢節會。因為未記 hang out password。跟住講。But anyway，我覺得差唔多被冚大啦，冚大，咱較幾句點正30-40分鐘啊。然後我會咱講吹嘅物件，咩講吹嘅物件都是個只 enjoy，一個煎嘅物件是個只 enjoy。有一道會講咁樣。係見。我是講係你係咪阿國？蝦卷。蝦國。使你煎呢？淡薄定，唔是雜呢？嚇你嚇？我蝦卷是你淡薄食 curry puff 呢？嚇你，話是料嘅。就誒，我蝦呢是蝦國。蝦國啊，有個蝦酥咁叫。我一個煎嘅物件我是個食是魚角。魚角我是個食煎嘅。แล้ว吹嘅物件，我都是個食你燒賣哦，之類。我是個燒賣。燒賣啲 classic 啊，對我嚟講係未熟。係啦，香港豬腸飯。豬腸飯不是吹咯。燒賣都自己做嘅真係哦。哎呀，我冇得人工啊。Actually 冇講就坑口下。你花車？呢南邊嘅吧坑口啦。你花車咧回去食嗰個坑口？冇，應。佢條華沙，佢條花車，佢條白車。我大專咪同佢青衫啊！我借咯卡立鐵嘅。我係咪坑口？你咁樣嘅叫補，你教煮嘅人啊，呢隻是教煮嘅人講嘅話 ，because 教煮嘅人嘅對人 effort 真係少呢。特別你咪教煮，你教。吹有一個牛百葉嘅，哎呦！我是個只，我是個只係咧。呢個是上個咧紅棗嘅香嘅味。對，伊味sau甜水甜，唔是水甜，甜辣淡薄。伊硬淡薄嘅嚇。啦，然後上加啲鳳爪去做法咧，是唔是叫做 tribe 啊？牛百葉
Yuck！是啱啱葉是唔是 tribe 嚟 try 咪咯。哦，แล้วก็另外一個我是個只係係咧 tendon， 哦喲，tendon 是筋啊，牛腩筋啊，叫牛腩tendon。牛腩啊，牛腩是牛腩唔是肚腩嘅腩咩？tendon 唔是筋咩？ No tendon 是ankle 嘅 muscle 咧。冇啦，咱個學嘅話唔是叫筋啊。哦，唔知。哎呀，特行咪是筋。誒，我是個只咯，tendon 用嚟 instant pot 真係耐咗㗎。豬，喲，我捌豬過。我想是個只係牛腩煲啊。你夾係你 tendon 啊 tendon 扮要係咪咯？點咪咩？有買 frozen 嘅嘛？哦，冇睇買 fresh 啊。我捌看過，等我買 frozen 嘅對嚟了豬。有一個烏頭角，下邊一切切啊，上加嘅面啊，你講你，然後 fluff，然後切。就芋角咯，芋角就是芋頭角咯。依個靠上線嘅，錯咁緊嘅時間嚇。啊，你是芋。你問看嘢，你看啲係度全本是唔知啊。係作本嚟。我叫咩寫字啫？你本。誒，曉嚟，我攰一隻 lesson。dessert 咧 dessert 蛋撻呀，蛋撻真是我唔知樣啊！我特我去我厝外口啊，間點心，I mean 啲倫敦嘅位啊，特來到以後啊，成食你蛋撻，攤都不多啊，幾多要？因為我食樣咧，我特來到本時。但係我特別叫伊，我冇計講，我講埋我嘅隻，你係你 steam 嘅成我計講。是哦。特別我諗這邊我隻正點心一隻類似，樣我叫做 try boobs，一是三粒誒，一成個摩吉嘅咯。你兩邊係是，有當時係紅豆咯，有當時係綠豆。你外口係椰絲口咧，椰絲嘅。你呢個係一粒 on day 啊，一個係 cherry， 差唔多成 on day 你看啦，特別伊成摩吉嘅看咯。你係你大粒咧，三粒嘅，三粒一半，一對。然後伊是圓啊，然後伊是係去油會浸過嘅對，還是白貴了？白，伊是 snowball 呢？哇！你巴咯你。我知咯，你話是個只，我諗叫 try boobs，你成個三粒零，睇你嘛？你一個 nipple 嚟，一定面。樣夠做之咧。แล้วก็ mango pudding，mango pudding 意思係。你講掉到電子話唔是俾芒果布丁好咯啊！你記住個會嘅啊，成個一成個 mango lassi 嘅 color 好正。你去特位香港嘅點心，有啊，我哋特係 serve 一個讓香港人食了點心。但是 because 我係你 owner 是查某是香港人嘛。所以以前嘅 chef 個咧是香港 chef 嚟做啊。我嘛咁樣食食啊，特講，誒，你食你食了，咱叫芒果布丁，哇，香港人冇食你款食。一個後面嘅 dessert 講，香港人只借冇上 dessert 特別。啲嘢啊，係你芝麻棗，芝麻糊，唔是芝麻糊，你。一粒 sesame ball 啊，裏面紅豆呀。哦，唔是，係你叫做煎堆嚇，對。叫伊 sesame ball 啦，叫。John，我除掉啊，我冇咁啱都講佢你。係咩嘅？托豆嘅，托豆。來 share screen。身邊嘅人你話咩？或者是 Indonesia 嘅。咱哋是較舊嘅嘛，對，你較舊嘅嚇，對，base 較舊嘅嘛，對，base 較舊。我賣債。誒，我看住伊係你招你啊，伊係夾你，你招嘅冇係白嘅，冇嘢係。是啊，食過嘢，你看，哎呦，爽哦！
哎呀，我想不起我特別每一晚，我晚應該係叫咩？因為我一件事我特別我辦我這邊個小吹掉誒。我去бан山，我頂多等住每間бан山啊，即係講應該係咯，頂多等бан山古嗰度啲張卡咧事嘢嚇，伊是到啲迄個我。講過бан山啊？茶米粉啊，就係茶米粉，還是伊人卡住茶米粉記得就係。講過бан山啦，係啊。對，講過係бан山咯，茶米粉咧係一大有味。茶咧膠嘅茶，我就是叫膠嘅茶米粉，就我成處伊就好潮嘅，就擺成膠咧，所以我叫膠嘅茶米粉。English educated 茶米粉。伊紅珊珊嘅。啊，你伊咪是到下邊，我講得大下邊咯，我邊一大，伊下邊伊有味咯。呢個燒掉你。我唔知啊，我都唔知。伊人佢老了就。嚇，แล้ว伊有味係咧，แล้ว伊個味惡鬼本咧。伊味惡鬼加之類咯。伊個味係咧上嘅米粉嘅。嚇，kerabu bihun，kerabu bihun。好食，因為我有 OK 個會聽講啊，那是講講個了，佢腰嘅死咯。誒，其實我之前就係我見冇講我都係，伊當到食呢？對，誒，嗰啲攞嚟攞，嗰另外一個，等陣 OK，等陣啦 ，end with that one 啊，特別我嗰時唔咁會講，就是你 tradition 就是講，伊嘢咧杜嘅，你豆要跌啦，是如果度嘢隻電把咧杜咧，作罐水去騰伊死鬼，你可能你叫。冇啦。我個小做啊，你問啲英國會正做咯。我就咪你識得會一直識你電把咯誒，有啲話口而家都。當今冇嘅，頂到嘅時候我教我 uncle 去食嘅時候，我 uncle 有食是個啉茶，我 uncle，所以伊特別坐我去食，我就學起啦，即對人去食。伊家己有一個螺誒，伊夾一個開團螺咧，大家都喺一邊啊有嘢。然後伊愛去聽是伊家己後尾去當今時你去伊直接到嚟 station 後你去倒嘅嘛。當今伊特別頂到是家己倒，伊家己倒咧攬去洗嘅大哥咧，我掉咧就是伊 out 嗰條洗就浸掉你作水性嘅。伊大泡好咧，個倒伊作水咧是個倒伊嘅大隻佢咧，伊未冷伊大。未洗大叫。講就係我表姐落一定到伊來接來正國先，傳去食點心。喲，我講都忙做嘅你咯。係咪數？我伊接來未煮，但係食點馬來西亞接來鐵土。伊個杜實咧很平嘅做。水唔係我講有燒水，我講啊，你燒水我未啉，然後我去叫燒水，講我買燒水，我冇茶咧，我講到哎唔燒水。哦，咁咪洗頭姜，洗杜。我知道跳啦。你會嘅一個結搏出嚟咧。我講你來錯位啦。誒特別叮當位嘛是講下邊往時頭粉連擺掉咧，是咪長啫？苗出格哦，苗出格咗。誒嗱，我一個邊啲學嘅聽講，本是講伊 instant pot 冇味哦。是咩？maybe 冇洗下，你有入去dishwasher 洗我唔知，我把頭 try dishwasher 洗看會找我。好啦，我用 dishwasher 洗啦。我 try 下 ，next time 我 try 下。假如啦，我同你講，我做掉有 stain 啊，有時煮牛奶啊。哈。你有 stain 本啊，本冇味嘅，你知唔？你牛奶冇用 instant pot 煮啊？好啦，我煮係咪啊？我煮即係 turkey kurma 係咪個料個？喲。我把隻 message 你看咩？我愛食咩？我愛食當今我排骨，一排骨，切細啲啊！我愛煮後面，我上尾嘅嚟煮糜，排骨糜。咪是誒，安怎別係攞去 instant pot 啦，佢哋就排骨 and the 後面伊個 B，แล้ว伊有排骨，我就免係 stock 咧嚇，係煮一堆。你有凍菜咯嚇？冇喎。那是冇咪唔要緊咯，還是有咪係咯？我係，哎呦，成個真好。頂住我看到去當人店仔看到伊個排骨咧，我個未打鼾呢，個咩嚟？寫起來。排骨係 ，actually 嘅排骨嘅係罐，誒，你係做借下伊個，我是個只較清嘅，伊是 1 to 7啊。我大概煮嚇1 to 7，我大概煮本是較清嘅。啊，我們是個只，特別你煮好，伊講你條辣伊可以看。伊較 break 伊
甲高去啊，無伊想寫一end嘅水伊無叮當掉啊，伊一end嘅水咧伊散去，誒比伊講條辣嘅甲變做成咧足嘅 texture 去。我假如一個係咪一個？嚇，喂，都幾假呀？嚇，假無啦，無假嘅啦，咩假？你嘅做咩？用 instant pot，你用 instant pot instead of 伊有 porridge，伊有 porridge，not porridge， it's multigrain 啊 ，multigrain，你用 multigrain 煮。multigrain setting，特別你係炒嘛，耶。會啦，用 multigrain 啊。我不打我想到係咪嘢？唔使講，伊就煮嘅時候，我咁回到 message。Because 我冇咩曉，我冇咩 experience， 我唔知講。John depending on 你嘅物件，越濟越少嘅，你看你煮越濟啦。Because 我在島嘅時候，although 我是兩人食，特別我食頭先煮較濟啦，我燒起來。我笨蛋嘛，有時我無會。你實到隔離面補貴咯啊！你做幾日島咧，是愛做燒嚟食。我煮濟了呀，我 just 係啲 freezer 咋。然後我袂時我有時無閒嘅時啊，我有時食 rush 嘅時啊，我 just 食出來係啲 microwave 呀咯。無我係到對伊去 steam 呀咯。定住我煮嘅咧好食，我煮嘅pot roast 嘅好食呢，好食個三百啊！我食後先。我煮我係我隨 recipe， 我隻 recipe 即係冇講100%嘅嘛，咱 recipe 咧使變變啊，冇你見食係咪你食係較假同冇買食係較少。你是滷家己嘅嘛？咱家己炒，所以我讀幾年嘅 recipe 我 combine 啊，然後我去買一個3份嘅 chuck roast 啊。chuck roast 唔知美國叫，英國叫唔知上名 ，chuck 成個是叫別名。Rumble 是 Rumble。maybe 是 rum roast 啊哈。然後我叫 chuck roast， 我買 chuck roast，because 一隻咧油啊，伊個參油淡薄咧，伊個 connective tissue 咧淡薄伊 disintegrate 變做成個油去，我真正見隻種嘅 texture 度，所以我都入去 brownie 咯，brownie 到啲到啲伊 saute 冇啊 high 啊 saute 冇啦嚇，然後我放到8 to 10 minutes 上百伊個口真正 brown 啦就水咯，然後就做糯餅咯，糯餅咧我試一餅嘅吧8 to 10 minutes 後糯餅攰แล้ว就夾出來咪是有伊個 form 到一啲，然後我就切獨立腸咯，係獨立腸去杜米加 garlic mince garlic 杜米加香咧時我就淡薄我冇料本啦佢夾到 balsamic vinegar， แล้ว加before 我做 balsamic vinegar 時我是係淡薄tomato paste。tomato paste 去杜米 tomato paste 係香嘅杜米啊，杜米咧時一個係 balsamic vinegar 咧時到我stock 入去咯，我係 chicken stock 啊，chicken stock 入去แล้ว時就烤一啲啦咯，แล้ว時係 Worcestershire， แล้ว bay leaf， 特別我定住全部我冇係，我 skip 去，แล้ว我全部喎，我拍到啊，我夾好路啊，未啦，我出是講我吹波，我唔知行到落去幾關，然後我都冇行咯 ，because 我都未接唔到油。你行落去有時特別我做過古本一百，我做45 minutes， 特別一出來一度 already 係45 minutes 過一下，我就 quick release 咋，踢一百出來，冇45 minutes 冇 quick release， 我成個一下是叫我放掉係，我未記啊。即係45 minutes 過人。特別45 minutes 咗，伊真正女啊，然後伊冇 fall apart 個，你係就50-60 minutes 就 fall apart 啊。45 minutes 啊，伊真正女特別一個，我成日我規地我夾湯夾出來是一個背破個了，特別你就煮伊就一對線去。女啊，係女，成個你做煲卜安尼啦。嚇對，然後時伊咪是有湯個啦，到啲入面咯嚇。我都係伊個。potato 我食了我 potato กับ carrot 我都係自己諗邊，下時我干那個4 minutes 啊，4 minutes 我 quick release 伊，然後我睇伊個 vegetable 我倒伊個汁個啦出來，然後我倒別記 fish sauce，一頭你係balsamic vinegar 個 fish sauce 係自己，
แล้ว伊伊接出來了，我 separate effect 啦，我即 fat separator 嚇 ，separate effect 了，我就夾伊 fat 啊，伊加 technique 呢，伊是較方便，伊是頭叫做係 cornstarch、corn flour slurry 即去做係 thicken 嘅，特別我冇熟夾 cornstarch thickening 嘅texture，所以我就夾伊 fat，我家己做乳過口，我有拿啲單調我我倒伊湯咧是，我啲單調伊冇，我倒伊湯出來嘅，伊 fat 咧是係伊接到對參嘅potato嘅 carrot 去煮，但係咪是我就嘅伊 fat 嚟做乳，然後是我可能我 vegetable 好咧，我嘅 vegetable 出來，伊只 quick release 嘛，4 minutes 啊，我就倒伊乳進去咧，係伊索啲可以 boil 咧出來結，哇！แล้ว計好正，我聽伊白到對進去入面就我切到地係白到去。因為菜我唔係對我講我伊土地都係米，哇！是咪好食啊？我昨晚冇攞個食了伊 last bit 呢，伊個味素梗係教呢，伊我醬，未記 sorry 個醬豆油椒青，我都係椒青啊，椒青嚇，椒青骨有根本啊，梗係香嘅香。East meets West East meets West 嗰個參糊咯，因為我睇伊 original recipe 是香港嘅人寫嘅。所以有參 Asian 嘅ingredients 出去，伊講你就是參 fish sauce 嘅結集咧，即椒青咧哦，伊出來伊味素真正 rich， 你都買係 chicken stock 本好啊，伊味素本就夠啊。是咯。哎呦，我嘅就 OK，感謝拜，禮拜再給我有。這個禮拜我講點心啊，特別嘅邊度是咁我未講會咯。哦 ，sorry，掉，來講會，到只個名 Maxim 好似叫做 Maxim 啊，就算係杜阿平嘅。對。Maxim 嗰樓推站特步去顯下呢。要開人勁，要開到見到咁大，邊冇咩人在咯。如果Maxim就兜住一人嘅嘛，或者咁大冇人嘅。แล้วก็จีเลว่ามันจะมีมีเอซีตัวที่ว่าอะไร on the way ไปขี่อะไรลิปซินในบันซูเปอร์แตงเกอร์ไปขี่ซูเปอร์แตงเกอร์เลยคงอีกวนเนี่ยอีกวนที่ไร要被胡頭嘅，要被胡頭嘅點心。我講 average，特別我把騎嗰邊食過，我食過唔係騎。last time 我去食係，last time 我對我都冇食到。我較無咧想食點心，因為我平常時這邊我有通食嘛。我媽較是個食這邊嘅點心 actually。是我本時暑假食這邊嘅喎。啊，我 feel 到我人馬來西亞食淡嗰陣。哦，對，來 overcook 啊，overcook，伊阿無伊我講嘅是伊嘅係你脆啊，成家伊白流去啊，你看你啊定打你看。哦。咧，但係一個我係決定到古早嘅位咧是到底，哎呦，當佢唔記咩名，我未記啊。講 Rasa Sayang Time 嘅伊 sister hotel 嚟啊，到底Shangri-La 對，定到 Shangri-La 啦對，嚇定到當佢唔知名啊。對 Shangri-La 有餐食點心嘅嘛？伊樓頂特別每時好嘅人食，我對人去。冇係你。無係你試咗咁樣咧好食，伊是講食咩先啊？但係無講安尼好食 ，I don't think it's so good。係你較好食啦，係你Citadel 你較好食。哦呀，Citadel buffet 啊？唔是 Citadel，你係咪咁樣 ？Equatorial 唔是。咁啊 ，Holloman 啊 ？Penang Road 你一間叫咩 ？Penang Road 講到做晒一間。哦 ，Citadel 對 ，Citadel 啦，嚇 ，Citadel 咯對，對。幾號我就請佢就講唔對。我但我講唔對，是我講 Intel。Citadel 點心，伊是 buffet 喎。嗰真係冇 buffet，last buffet maybe 啦，我唔知啦，但係佢食本嘢 not bad。OK。是講較貴淡薄啦。咱做點心啦 ，OK 啊，照顧呢做一個，特別有 special offer。報紙啊。攞埋 Citadel 咧。traditional 嘅店咧，是喺你老酒擺嘅。大檔咧，唔是一間啊，大檔。大檔嚇，我常常有去食嘅咪。大檔真係油喎，
24 hours 誒，冇啦，伊早起個咩？早起afternoon 冚啦，阿妹過來開。我暑假伊係咪？暑假伊會湖灣。大東是鐵達路。Chintra Street，the junction between Chintra Street and Campbell Street。Chintra Street，哎呀，是就俾借 Uber 去啦。真出名啊，真出名啊。800車。特別錯咯，借 Uber 去咯。錯咯，冇得要啊。嚇，伊個物件大粒。好啦，係巴咯。我定住就辣啦。Friday 你是我去迄個一間是叫做咩名？我大全都因為。我 Facebook Facebook Gurney Drive 係勁咩 Gurney Drive Corner Club 咯 Corner Club 冚嘢啊冚嘢啊唔是 Corner Club 唔是 Corner Club 伊是one of those totally facing the seafront 唔是 Corner Club 啊伊是 open air 唔是 open air 冇啦 open air 啦但係冇 aircon 嘅我 boss 佢早就叫我去入邊都已經入邊嘅。哦。叫係咩啊？一間 Carnation Drive 唔是 Carnation 個起來淡薄。Song River。冇個起來個。Bali High。對。Bali High 對，我捌去過。嚇，伊個 OK 啦，一隻啦。Bali High 有賣點心啊。炸雞咯，上次炸雞。哦，我捌去食過，我去食過。佢哋會去咧頭整嘅。阿媽誒菜館嘛？咁你阿媽菜館，Bali High？係，Bali High 定擺唔是阿媽啊？唔是啦，多啲 Gurney Drive 嘅就。Of course，你是我伊誒隔壁呢？對啦。我那個裏面聽咗其實係幾有傭兵，啲我未人在喎，因為我開阿妹。得罪。Jalan Sungai Ujong，唔是近大東嗰邊嘅。OK。啊，我知有可能我知 maybe 係我 friend 嘅家己人嘅店嚟。那裏面係個國學生嘅。隔壁小木有一間啊！叮當咱講過學生多遐有影呀，冚去，我去你嘅，我冇玩過。哦。多咩？學生多咩？唔知有人講冚去啊，唔知有影冇影喎。OK，我特別冚啊，差唔多6點鐘啊，變咗內發遐喎。個咩物件？咁樣講 ，OK，嗰自己咪是桃園咯，Campbell Street 嚟嚇。哦，對我咪靠嘅，對。個我。OK， 感謝哈。OK。2 seconds。OK， bye。哎呀，我梗係要啦，我冇食你嗰個。西冷邊個攰去都。我俾佢食咩嘅味啊？安尼話了。安尼我咧未食啦。我係翻啦，是攰啊。我要你，我俾食咩嘅味啦？我食咩嘅味？較應。我拜คุณ啊，覺得我係。直頭出去食點心啦。都好味，都好。食妹。喲，哇！安尼我個咧一人看啩。US 嘅人那是 YouTube 嘅，你 US 人係你要看，你要邊啲學見嘅 T-shirt 係，你夾 message 我跟我講，然後我甲你講我 shipping 就這裡，叮當我時話買一 round 咧，我當叫我 parents 會來嘛，然後叫大人寄來，所以你跟我講那是你屬於 US 人會邊啲學見嘅 T-shirt 嘅。OK 你定一禮拜 episode 訂正，然後要 subscribe 會訂一邊，咁你訂嘢你正啫，你後我有限定我是通知你，拜拜。